Okay, ready? 係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多謝收聽邊啲好嘅節目。呢禮拜咧，我咪講對嚟講嘅話題咧，都是我未曉嘅物件。你睇人特別人講每人講你只教係咩物件，特別呢禮拜我是講我未曉做係咩，有啲物件你知你是未曉嘅啦。成講你叫我助理車，叫我踢波啊拍你 Miss Sports 物件，我是未曉嘅啦。OK，所以我咪每看可能這禮拜人講攏。再講啷個佢未曉物件上面，然後再看特別嘉賓先，特別嘉賓這禮拜咧，你後尾個有老椒阿三六三啦，啷個好笑呢？你看這裡，I think 嗬，你講我條琴這裡這裡琴可以琴佢哦，這裡會好屌。伊特別伊到底係邊個？誒嗱，一個車喎，OK，買琴過，一個叮當，一個叮當過，有伊啦，好屌。好屌，你聽過？好屌，那是你聽過 Key 超，別啦，你看伊笑一個一群教。OK，免啦，咱買琴，咱有影個看，姑看伊一擺嚟看咯。OK，然後當今會介紹老椒阿三拉沙講咗老椒白青，然後個等我 highlight 落啊，吼，然後阿三拉沙。垃圾叫個老椒微微娃娃啦，歡迎。然後個老椒冇大行，然後個新椒，特別是老椒嘅新椒，一是聽只句特別，把路起來錄音學幾件。學幾件咧，伊是浪白嘅，你講在咧阿玲是伊個歌，了，這是伊介紹伊個歌聽，特別伊歌起來錄音咧一年啊，一間唔係起來佢頭一擺。我本是奇怪，唔知係咪行話，即係吹對嚟紅有乜嚟看？奇怪喎，我唔知。咁所以你個冇可能講頭一擺你個叫你嘛，應該叫你就一刀啊嘛，就是一刀都捱，你笑兩個。我唔捌叫過。哦，你等你個叫呢 ？OK，咱把刀咱做阿玲講，哇！我那啲小弟無來，佢邊咧學見就是你冇叫伊來數。你唔捌叫過嘛？哦，你紅響一刀叫？唔是叫阿龍叫。哦，阿龍叫，哇！阿龍後邊咧特別阿龍困曉。OK， 所以當佢講咱未曉嘅物件，蝦米物件係是隨住人講未曉，你在呢個記物件，但我講佢淡薄 example 啦嘛，我未曉做嘅物件，然後我再講我無教啊，所以我冇愛去插做，攏上課攏係蝦米物件。你等陣介紹咱嘅 Clubhouse 嘅朋友啫 ，Clubhouse 嘅朋友是南西唔使困啊袂，半減啲。幫人唔使蝴蝶，幫減啲咯，歡迎幫減啲。Hello。個個葡萄鏡唔使困嘅。Hello。個第個，但我葡萄鏡看車無佢講到嗬，然後個炒米粉，歡迎炒米粉。大家好，恭喜發財。然後個恭喜，特別咱聽係真貴啊，啥？然後個未使講。大家好，恭喜發財。แล้วก็蘑菇 Hello。OK， 所以當然咪講你想你未曉物件，來蘑菇問一下，你蝦物件你食未曉，你不曉做，我未曉蝦物。我唔是，唔係講未曉做啦。OK， 我一隻食未熟，我冇熟噶。係試下去教我講，我不會做。哦，你是講，你是特行門講會 try 看誒，所以你未打閒人講我未曉。嚇，我未打閒你喎，我未。像好話 example 是咧 ，example 是係咩嘅？偷車誒 accessory 咯。哎呦，坑坷咯，你坑坷，我又逼人咧。伊唔是講坑坷唔要緊，坑坷 meaning 講。嗰執嘛，你會使去 try， 冇伊知道幫 full stop 後，你就講我不曉。
特別我是有嘅喎，我有當時我再講係你物件，我不是安尼款喎。你啥物語做話？那睇啊，是唔是？我本是想誒，成日講嗰啲 accessories 嘅物件嘛，那加去偷，但係偷了做了多死啊，是唔是解啊？你別使你款想話，你是 engineer 嚟，你知有啊，即係毛毛菇，你別使用你 engineer 嘅頭腦教我人唔是 engineer 嘅頭腦嘛？最神頭，最神頭，香港本你最神頭。你睇我，最近他都係偷咧，真係冇，真係等陣收未到對啊事呢。 OK 要緊每一粒，每粒滿香港嘅。哎呦，哎，好無啊，個每日落是安怎意思？數頭啊，數頭去畫一個線嘅咯。我唔知，迄個轉呢，嚇，你麻煩死啊你！有呢個我介紹講啊。 OK，好，我冚聲，我冚聲。冇實我冇怪家己啲啊，聽到亂嘅 excuses。都所以我聽毛毛菇咯，我當時要聽毛毛菇講，毛毛菇你感覺到你在講，你有蝦米物件，你想講OK，我 try 過啊，特別我是未曉嘅蝦米物件，你 already surrender 咧物件，還是冇？動機派小掉，冇咯。所以你特蝦米物件要 try 啦，所以唱歌咧，唱歌。 try。我唔會唱啦，唱了可能唱到對咯，然後阿無聲咯。特別你唱是家己唱笑，你看啊，你冇插。家己唱笑咯，but try 過一擺，甲頭家白白唱歌啦，咱頭家講 OK 啦，好聽啦，咱家己冇歡喜好了咯，再家己聲唱歌。但你看啊，有的人是，在講你在，我是在講往時有啲物件，我是在講我家己未做嘅，我冇愛去 try 啊。成日你叫我去 ，of course 我愛做嘢愛做本誒，是個特別我在講我有啲物件搞，有啲物件冇搞嘅，我未曉做嘅物件就是你叫我算笑嚇，我試下，你叫我成日算嗰啲物件，那個鳥啊，算我未曉，我唔冇嘅物件。你講起一個吼，我甲你講，我係 mathematics 上是真差嘅。所以我本是想哦，我是一頭去甲校長講吼，我咪教這一科。because 我再講我未曉，我唔是講我未曉，是咱有嘅物件吼，咱家己算啦，吼，本 already 是只坎坷咧嘛。你如果愛去教 student 哦，即係教錯啊，是安怎好啊？唔是導師啊。所以就所以嚇，就所以我是一頭入去甲校長講吼，你若是講吼我教 mathematics 啊，แล้ว我嗰是無安尼好嘅啦，แล้ว等你教出來。即係咁了試線去國家界 ，so that's why 我係情形較 special 咯，我是無教 mathematics 嘅。哦。自落來無教 mathematics 嘅，拄着新嘅校長，我本時只去教新嘅校長講我未教嘅，安尼款。哦，即是講你知你家己好為搭隻未曉嘅，你靜靜了再講，你咪學我，你學我咪是。我你那時候你有興趣㗎，你會教嘅課，你咪是教出來學生較教咯。你學你家己本來實無 confident 物件，你變咗教出來學生唔教。對啦，你我心酸本未了啊！你講安怎好？當然心酸用 iPhone 咧好。係啦，到時個咧咪是用 calculator 嘅。Siri 叫 Siri 算有你心酸。所未咯，未，我本是教校長講未咯，嗰陣時啊是啦。แล้ว所新嘅校長拄着新嘅校長，我本是自己成日偏笨。嚇，對，解講病，安尼款。炒米粉咧，炒米粉，你我未曉嘅物件嗬，我未曉用 Apple product， 我未曉用 iPhone， 我未曉用 Mac。特別你就冇嘛，你就冇，你就是個，特別你冇上愛玩啦 ，because 佢哋好貴。對，所以我冇上愛玩。我就冇用過。未曉物件葡萄乾咧？你未曉未？有人成日未曉煮食啊，未曉蝦米物件嚇？我可能冇打風。我對我有淡薄像係個毛毛菇安款啊，就是你特特會 try？就是特特行會 try。I think 唔知是唔是 pride 嘅 problem 啊，就是感覺到乜嘢有物件我未曉嘅，就是你在 try。
I think I am more on like 我無 suka like so 因為我無 suka so 變到我感覺到我袂曉成個搏膠安尼款物件，我感覺 like 我無安尼skill 咁樣咯。哦 ，OK， 啥啲？你講搏膠，我好像差唔多啊。computer game 我袂曉呢，我袂曉即種 computer game。我 depends on 係咪 computer game 啊？是講你是以下面 The Sim 咁款啊？唔知。哦 ，SimCity 啊。SimCity 啊，款慢慢 plan 啦，唔是你成機嘅物件啊。對，哦 ，OK， 我本冇興趣啊，但係我袂曉。因為成個我本是成個意見咪講，若是講伊下種小 violent 呢，我本感覺就我成個是無蝦米 talent 嘅，特別。I think 是興趣嗬，你若是有興趣咧，你就愛學；你冇興趣嚟講，你就唔係學啊，一變做袂曉去。對，我笑掉了。哈，你袂曉咩？我袂曉考雜噃。你袂曉考雜噃？哦，條文哦。誒，特別你講人未必雜冇事搞咯誒。你袂曉考，未必人係考咯咧，哈。我不要考咯，就是不要考咯，好咯，對，這類物件。打波咧，打波也要考。啊，迄個白去啊哈。特別說，你是會曉考，不要考，就是講你是教無是教嘛。但是講你是講真是教嚟講，你就直接愛去考嘢咯，對唔對？未曉本啊，還是你講考人，打波考人，你們是無是教，你們是未曉。未曉，我未曉去示愛呀。哦，你示愛是咩人啦？哦 OK， 我靠麥。冇嘛，你是係一種嘅愛啊，是個愛是錯人嘅。也是愛的是，還沒本未曉嘅咯，啊，你未曉學啊？對，還沒未曉嘅，做咩人？哎呀！阿三laksa咧，阿三laksa，你話啥物件都袂曉誒。我真濟物件袂曉，我有影真濟物件袂曉，and 我是真笨蛋誒人。若是講迄個物件，直直 upgrade， 直直換，迄個物件，我就是根本買。哦 ，technology。because 學了啊，伊個再 upgrade，你個特別學個一道，安款嘅物件我真無興趣。我會記得你曉得，你甲我講，你是 ID 物件到底做工嘅時，你就是什麼會去甲你較 friend ID 人甲 friend 就所有物件是你有一個人去叫啦，誒來這搞鬥下手啊這咧。我是安尼款 ，because 對我嚟講，like 伊 reward 無好無夠好，你 invest 你咁先去學。嚇，你只學好呢，你用好呢，伊個再 upgrade，你個俾直直學，所以你想做正一個 slave 安尼，為之直直俾直直學。特別有可能是嚟看咯，我並別你講咩，特別對我嚟講係成家，人講嘅人講 clubhouse 好啦，伊玩咧佢拿刀啊，學人就去到講哇，我用關係好事啊，咁咪玩咧。特別我嚟講係，我是真有興趣，哎呦，新年我俾 explore，try 練看啫。So 我變咗 maybe 咱未曉物件有當時唔是講，咱只未曉是咱無興趣啦，咪去學啊。就冇講。我是感覺咪，若是你學了啊，你達到會用到會要緊。特別我是感覺，像甲人講嗰個車嘅物件咯，像真濟物件你會做，特別做咩事特別加一步，伊好嘅時啊，伊 improve 安尼淡薄呢。特別你特別學，對我嚟講。真無達，所以我咁運埋咯。我一個 manual， 我一邊轉卡，一邊我一邊一頭轉，我買安尼一步安尼。我是迄種笨蛋人 ，that is why 我是安尼款咯。賣清咧，賣清。我袂曉會講啥。哈，咁我想，誒，我捌讀過，點解我讀起來是捌讀講過？特別我係先，你捌讀過哦？讀 school 時。我捌讀過，我form 4嘅時候，咱古早讀冊 form 3啊，了你form 4你有讀經嘅嘛？你愛讀係咪愛係你？我是 actually 讀入3歲，我去
佢就去呀，account 啥先時候講別係你話 account，個我買 Max，我未曉 Max，我未搞乜事啊？你有 avoid Max 嚟講嗬，你去話去佢哋 account stream 嘅。佢話佢 upstream 咯，你咪嘅 account，哇未大學堂學未，我考報時嘛本未半年啊，我甲你講。未用半年未用啊！我是頭幾把我 SPM 我唔係有一頭我去話到去。未，我甲你講啊 ，until today 啊，好事哦。我有陣時喺你 credit debit 我有陣時個未記啊 ，credit 是 add 還是 minus，debit 是 add 還是 minus，我仲要去 Google 唔知喎。有咧，我甲你講，有咧人嗬。我都時常擺清咧，有咧物件我在是講，即個唔是我一袋啊。你在講你，我就是會講就是呢。你在講這個就是完全我未假死，明顯假死OK， 我個半死，特別你在講係一條路，唔是你要行，唔是學你行一條路來，你在嘅。我感覺到這物件成個 like 我人愛 absorb 嘢，我人個愛 find a way to make sense 嘢。所以成個我 form 6嘅時啊，我有啲 economy 嘛，所以特別我當今你教每我講我學咩物件，我已經我 result like B minus，但你每我學咩物件，我唔知 B minus 安怎嚟啊，你知無？背，你教讀冊哦，你教背物件。我教背物件，特別我 form 5嘅時啊，我 SPM 成績真差，因為我是設計哩唔係寫物件，都是幫坑嘅，都是幫坑嘅。因為我是 science stream 嘅嘛，所以我係 chemistry 啊，我第一期我 chemistry 嗰陣到班嘅時，我班有一半人計了成個我係看壞，所以我人比我人 compete 係咪啫？我人 compete 講我 chemistry 啊，你啊一個 digit 或兩個 digit。So 我就是真 excited 啦，達到這個成績出來嘅時啊，我就是多班入邊都係比講啊，我人比最加計啊，看你知所以答比唔是比我最加結婚，是比佢第一次結婚。因為計了人耐嘅啫。Then after that， 我 form 6嘅時，我就感覺到比賽啊，我成個是愛淡薄 result 你知冇？所以我 form 6嘅時，我成績加起來，特別我去 stream 啦，係這陣時。So back to 係你 economy 嘅時，我睇來我未記啊嘛，嗰啲物件我都唔知係咩物件啦。Until recently like last years 啦 ，like 我看到對 like 係你Khan Academy 啊，我看嘅時因為我當今可能有夠興趣啊，做緊嘅 experience 加 real life experience，你感覺到係你物件有影響你嘅applicable，係 applicable。咁變咗我係 suddenly 感覺到，原來這個物件是安尼款嘅，所以我 start 會記這個物件咯，所以我感覺到 life experience 真重要。看你 relevant 冇 relevant 嘅 knowledge，是你睇嘅 knowledge 冇 relevant 嘅，你一頭未記啊，你變做成個。有甲你有關係掉去啊，你甲用 absorb，甲用收你迄個 information。對，我感覺是安款。阿龍請起來喎，阿龍撲機嘛，阿龍請喎，是唔是啊？嗱，你看，喲，佢起來啊，頭前。阿龍，頭前我未起來，我上愛啊。你幾搞啊，你看阿龍請啊，到底computer頭前，阿龍啊，你會使你 end 你考個在實體，一撳啊，是佢起來撳，一是請起來撳呢，還是請起來撳我個到底嚟，未必看到底嚟啊，啊啲是請起來撳 computer 呢，我好像見到佢哋到底 camera 頭前接定下電話啫，半撳電咧，你未曉係咪名嘅？靠我咁屌，日講個未曉嘅，冇啲啊，阿丁冇啲，
我唔知人講嘅物件咧，我嚟就我講到似年有時死嘢咋，我別帶物件嚟咋。我知，但係那是你別嚟講嚇，你條 any call 一個 reconnect 佢哋啊，三打三講。叫就我別講嘅，咁最近有萬個冠佢。你是講衛青啊？衛青，你關事啊？好聊就三季咧冠冠。阿龍我問你，阿龍 in case 係你 lose control 嚇，你冚你嘅，你冚你嘅，一個就係 reconnect 到嚇，你未曉係咪嘅？我未曉做人。係咪誒嘛？你哋唔是我就係曉做人嘅，我就係曉做人。你未，你成日講我就諗講就係時，你就係講你是。因為我哋阿咪保險啊、攤類啊、係咪 investment 嘅物件，我是未曉嘅咋。我只是諗可能撈住你物件咋，唔知我可能撈。但係我講啊，你做一個啦，你去俾一個啦，係咧我會會笑嘅。係咪就會笑？所以我練就是食本料類。你問特別你未曉你都唔通做咯。我特別聽人講 investment 係你未曉，你未使聽人講嘅。特別就是你就係你個時候會上條講，我唔是講鬧，唔是講笑人。特別你使做你較 safe 呢，阿龍，較 risk 較嘅。較無安尼 high risk 嘅 investment 成個 mutual fund 嘅，睇咪叫你慢慢時候講。是啦，你喺度做，係啦，個談線講俾幾個票人啊，股票你未曉唔通噶好。我個未曉就物件。OK， 我本成日攞股票咩 investment， 我本是未曉。特別我講講，我 because 我佢運動人嗰時候，嗰時候我朋友一路嚟嘅就嚟佚佗，一嚟看玩嚟佚佗咋。然後就俾佢去日本咯。然後人去迄個 restaurant 啊，是一種一隻燒鴨300塊美金嗰種，安尼所在嚟食嗰種。我有影是你假是唔是誇張嘅咋？有影是伊叫我坐過來，一人叫食物件咧，我去顯伊面，我講，咦，這物件你貴？我伊貴咗咋？啲數咋？所以話一隻燒鴨俾300塊，因為是新加坡dollar啦，300塊就大概先30萬一隻啦，30萬我係食30頓嗰種。所以我心裡想咁樣，特別你講伊好價價真係貴份，不唔是本，咁300塊一隻燒鴨。actually 是有可能嘅咋，有可能啊！伊嘅指數，我隨機嚟話即係撞破人咗煮，可能你壓到落嚟，係啦，伊個無講真係借電，跟住 Korea blah blah blah，所以 OK 啦 ，make sense 啦。But 問題是係咪就？問題是我看到了，我係想就講，我估無在條食，我有在條食，特別我食咧佢後咧嗬，我度其實無在條類咯，在條類冇咯，冇啊！我係非常冇達咯，就是係咯。樣嗰啲時間係炒股票呢，樣對勢比。特別樣，即是樣啊，樣會曉嘛，樣會曉是樣，應該好樣談嘅，人未曉，人未使談。就是我前面實在講，我回想是差不多年咯，10幾歲人嘅咋，回想差不多年咗。按照我去刷頭嗰時，我朋友厝啊，哇！只大間就水咗，特別按照我唔就係講，但係我發覺我第一站係我啲係個global room 裏邊，我就是頭一個每男仔講，你感覺你家己是一個成功人喎。然後男仔講我都講，我是咁我哋講，我是一個講成功嘅人，有時是講歡喜嘅人。係咯，有隻字我愛做咪有唔做就本咗，但係本時我本時有隻字唔嘅，我是做別教嘅啫。所以有一個水面人講句話講，你是冇欠用類嘅人嚟。講我死唔唔記，我有試啦，我本時都考咗我手。我超浪到我拗，你睇。你講我是冇吸引女嘅人嚟咋？你講我講死本是冇吸引女。你唔是講女字大把隻，特別女是免講佢煩惱去談女嚟。你講我係做 business 㗎，我係做 business 啦。特別我做咗佢後咧，我都係冇揸做女去做。對，係你就是咩啦？I mean，係你就是我開咗佢後咧，我都心聽談到啲嚟我。我係心聽啊，講學你會有時又未有時，心聽啊，得心聽。但係你唔是你唔是你 priority 咯，所以你應該。你物件我正常會做未教嘅咯，特別我會曉有隻物件是真係人未曉嘅喎，我會做到隻物件真係做未到嘅就我簡單物件攏做未到嘅，攏無問題嘅就。有時我腦經歷練未過嚟講，總是嗰啲物件攏做未到嘅啊。對，然後有當時你。
你有拉萨講，你感覺到哎呀，安怎人賺的這類，伊人搞物件，我搞物件，特別我搞物件袂嘅，我搞物件來賺類，你會很笑。哎呀，菜，我把那個看到，阿玲嘅小調啲喎。係啦，就是啊，伊唔知落股啊落來，我叫做菜。我菜，一直幫錢啊，拉股就一直夾唔知玩嘅棒勁嗰對啊，就是我佢講安怎你一年啊無來啊，伊講我哥都無叫我來，我嚟小衝咗啦，我可能計個衝咗啊，比賽來啊當 game 嚇，來，人聚會啫，聚會，你講是他上中學啊？我上年嘅，我計上年嘅，所以我是唔捌阿玲，我捌伊嘅咋。我都捌醫生。後來是另外見到我夾捌條阿玲，我覺得伊過嚟。誒，你不跟阿玲做上工過哦？上公司哦？唔捌。冇上，我是第一是愛。I see，OK。對。然後你做過啲啊？要做過啲咩？我未記啊。我做過啲啦，我上一時 as a contractor。contractor 冇算啦，我係咁樣。我知。阿龍，你啱啱唔講成功冇成功，即係只坎坷講嘅，你成功嘅意思係咩意思？調呢？調穩。談只這類水。對啊。這類冇水本啊。這類是成功咩？冇就調啊。調就是冇水本咯，所以阿做去 define 你成功嘅意思是係咩？只坎坷講。成功嘅意思是免為咗食飯去煩惱咯，係啦，我當然是需要為咗食飯去煩惱嘅啫。我係需要嘅。有啲人 already 是冇需要啫。我有一個朋友，伊本事啊，伊佢是佇我邊整啊，你靠背靠冇講當然經濟無好啦，是到底個無好咁樣嘅。係了，伊後來伊無工做咗。伊無工做啦，佢後咧嗬，我講你無工做咧，可能講是差異啊，講是倒異啊，你容易被安怎嚟講嗬，咪嘅看性咯，係啦，我看，因為佢無做工做，安怎伊個會過日子啊？伊講伊其實是 already 有 financial freedom 嚟咋，伊推工是為何伊日子過得較好咋，所以講陣時你無做工你有時啊，無做工伊是被有時嘅咋，伊到伊死日子咧，伊本是有你開嘅咋，伊 already 是驚佢你落去嗰咋。做工對於嚟講是夾攤對啦，過較好嘅日子嘅，肯定啦。所以我是做未靠過。特別冇特特人換你看呢學起喎，即係人，I think majority 啊，較濟人是冇安尼看嘅 freedom 嘅。特別我就是你就話佢講條，咱人係咪 life crisis 嘅物件？你想啊，差唔多嚇。我是有嘅就，我有一日驚講，我驚講，我有一日早起醒起來嘅時候，我目睭看未到物件嘅，我就。慘啦就，我未做工就，嗰時我下狗魚啊，嗰時我超冇嘢啊，即係我唔制，我叫佢數辛苦嘅咯。特別未想得估嘅，未想得會，是講我是諗住再講，往時都再講，這個好講乜啦？講 midlife crisis 係要一擺，一擺，我感覺就喺電視差唔多咪講到 midlife crisis 就係啊，特別講到啲你。少少，你講你未曉物件咧，你再講你未曉物件係咩物件？未曉物件，我未曉嘅攤對咯，我是只想嚟拍工嘅。所以你是講係 investment financial 嚟看啲物件，你未曉。我未曉嘅就，我有做咧，佢我少時按掉當件，我嗰時上未通，做乜事嘢道理是人哋揾咗就，喺裏面有我掠未掉就，所以我 feel 到其實你真搞嘅啦就。我一路感覺到其實我後面物件本是真得搞嘅人嚟就，真得 smart 真醒目嘅人嚟就。但問題是啊，我係拄到喺裏面件，我是撩淚，係一個烏無咯，個唔制頭唔制尾，係咧佢會叫狼呢種。所以你講會曉未曉，我講嘅是 knowledge 嘛，當件事嗰時物件。後面物件本身 knowledge 係曉未曉就是會曉，就是 knowledge 咯。我成日有物件在下淡馬為情講嘅地啱啊，成日話咧，依下有物件是 admits 係accounting 嘅看啲物件 ，accounting 我個淡薄，因為我淡薄類別。我accounting 會曉，因為我嗰陣時 commerce，我是 P 嗱，因為即係咪是 perdagangan 之前為情 perdagangan 走去 art 去啊。
驚你未想未通。特別我要講嘅就是像個我水女呢，我搞我水女你裏邊嘛？我裏邊對，我是水大家女搞啦。哈，對，迄個就是 perdagangan applicable，所以咧 perdagangan 無你即 accounting 就搞啊，就是伊是關係個女個技術，但係冇大香港嘅，因為伊 applicable 啦，你變做你個有興趣，其實即係物件有可能，咱家了唔是講袂曉啊，咱是無興趣啊，無愛去學啊，變做咱袂曉去。但係毛句講本是對，就是講咱唔是講真袂曉，咱是無興趣買學，咧變做袂曉。啊，對本咯，即係有可能咯，即係有 point 咯，你冇興趣咯，你就學袂曉誒。啊是你冇興趣，你就要加做人，別人做嘅工加10倍9倍呢。嚇是，有人是你再講你有迄個 give 好，你即係淡薄嘢你就曉誒。像人講古嘅啲物件，梅魯嚟講，有嘅人是白都是白喎。對，我同你講有陣時啊，有影即係古早當今我感覺我做來就感覺無呢要緊了。特別我過迄個勘站嘅時候，我過迄個年過嘅時候，就是安怎講，迄個古早我嘅年代是我讀冊點先90年代2000幾年點先，你無 certificate 是10箍嘅啫，人要看你要讀畢業，你而家都嚟到，當今無需要咧，當今人嘅年代無需要，特別問題是伊無需要嘅點先，我已經10幾歲嘅啫，就是我過嘅點先。需要嘅點先嚟，所以變做我朋友啊，大人伊古早讀大學嘅點先，讀唔知係咪唔記得出來，係了我咧是啲公司裏邊做工方面曬嘅自殺點嘅人嗰種，因為我係冇自殺嘅，我係拍片嘅，就講就，因為我冇別人嘅在條，我係直接嚟對做 manager 就我變，所以我是有陣時啲狂 start 做起嘅就啲條，我接條嘅點先，我是為咗要賺錢嘅就，我就教會。我連了是蝦米物件我都唔知嗰陣，我之前嚟變咗我條條嘅，我唔是講我運轉是連了是蝦米公司我本唔知嘅啫，我就係嚟 intern 嘅啫。之前咧佢又我有時狂學起，即係 quotation 嚟，即係 invoice， 做咩做 invoice 啊？你學 quotation 了，學類啊，佢諗住學你一檔 purchase order，我咪學嘅啦起來，然後 Excel 本是唔捌用過嘅啫，咁咯狂 start 起嘅，係咯我。上條講，我做數古早你艱苦住佢啊，是因為我可能會識啲狂殺起呢，就我冇辦法直接去呢對做咗隻物件啦。because 第一點，我冇見佢，即係是阿華教我講嘅就，阿華講你冇睇佢讀，你冇睇佢讀，你嗱我你未曉記 organize 你唔見嘅啦就，如果我未曉記 organize，because 你冇見佢大學一條路就，因為大學裏邊有教到教到物件，中學是冇教呢個物件嘅，要教講佢你。你冇讀大學咧嗬，你有只你 consolidate 啦 reorganization 嘅物件，你未曉咗，你冇係你 teamwork 嘅 feeling 嗰咗，你是你冇 SPM 咧就搞一個 project 呢就，大學有只哇，冇成 group 了，叫冇成物件白白做 project 白白做 assignment 呢，我冇可能冇係你基地咯，我冇係你經驗咯，所以我自己了過後，我唔係是，做咩事我會過升。過去過你就拍片是因為我咁我唔知我只底諗咯咋，就是講下頭家叫我做嘅物件，我跟佢做嘅咋。我 until today 本是啊，頭家叫我做嘅物件，我跟佢做咋。because 我就是我 until today 啦，我 sentimentally emotionally 啦，啲 Korea 又好，啲中國嘅點先又好，啲古早啲檳城做屌嘅點先又好，但係啲檳城白老實講本是上咗。我是 forever 頭仔叫我做咪叫我做嘅，做咩事咧？伊那是差條我冇工做咯，我 forever until today 我係你講我冇工做嘅就，我都強緊啦，所以伊叫我做下面有份做嘅就，拜啦對嚟 OK，阿妹做嗰隻點 OK，我從來唔係 say no 嘅啦 ，until now 我從來唔係 say no 嘅，所以人。啲公司負責啲點，甚至有人真係冇教我嘅咋？因為規個 team 裏邊頭家叫我做物件點先，我是留落嚟啦，冇 complain 就叫咋。係咯，最難嗰時問題是我心裏面想就講，哎呀，我後面比較未曉嘅咋，
我冇睇過這裡，冇做過這裡，我明明未曉咗。所以 today 我 until now 我就要話 Excel 貴公司裏面地搞時話咧，做咩事咧？嗰陣時屌 train 我起來嘅啫。我估真阿龍唔是阿龍，你做人你 attitude 真好 ，that is why 你學到真濟物件。有啲人咧伊未學咗 because 伊 attitude 唔好。買啊，未啊，所以伊未對。你阿華講嘅真對，你去大學啊 ，actually 你學嘅物件是。伊是一個 training period 啊，互你頭殼會曉去 freelance 咗。แล้ว有啲人啊，伊人無去讀過大學啊，你甲伊講嘅時候，伊人真起哄。แล้ว伊真起哄咧，是伊 attitude 無好，แล้ว伊無學咗嘅物件，伊未學咗 because 伊感覺大學唔是真大學術，是對唔是大術，特別伊是一個經驗。一個 learning process 啊，一個 learning process。啊，你阿華講嘅，我有影真正贊成。特別你會驚一個 professor，because 你因為有可能是去，你是到底你嘅 training 搞是 practical， 你去到做工嘅時間你唔是成日講 before 你去做工時，你有機會 take the risk to fail，and 你有啥，你 safe environment 都學啦，你學那是講你未啱你嚟講本你做唔到物件嚟講。你哋嘅是騰 B 呢咯，係騰 D 呢咯，特別你未成日講冇間期咋。我是將嘅心態咯，比你可做工嘅點先，我嘅心態就是，那時講我個無聽話嘅話咧，頭家有可能會差啲話嘅，我 until today， 我頭家叫我做物件 ，until 自講自私咧，我同你講咧，頭家叫我做物件，我本做嘅咋，伊叫我講，你禮拜就等於個別點嘅，我 OK 啊。我冇嘢做我 OK 啊，但不過講轉公司冇人嘅人講嘅啫 ，because 禮拜是我會休息嘅咁先啊，禮拜是我 family day，冇人會想講我，你看伊叫我對佢，我看家己 personal 嘅咁先講，禮拜我冇嘢做喎，我冇自己處理邊嘢 OK 啊，我會你看喎，係咯，你使公司裏邊，我同你講有一個正係，我當時有一個，一時我幾多機會咗，有一道我hit me very hard 嘅是，有一道我貴公司人有啲，係啦頭家冇啲嘅直接，係了伊冇做啦，伊就走喎，伊甲我講咩嘢咯？伊講吼，哇，我看你拜啦阿妹幫埋殺嘅，佢會 reply email 互人啊，係了我講無按拜而家無人健康嘛，我拜啦禮拜六有嘅咁做掉嘢咯，而家有時冇嘅 laptop 對住嘅，係了伊講話，哎呀，你未使你講你就，你講咧吼，往正係我做人嘅咋？伊喺甲我講嗰陣，我成日講拍牌樣嘅，哦 ，OK， 又聲曉咋？哦，你未使你講你就，你對時候就橫咗咋？啊，你明白哦？伊喺甲我講啊，講，伊說是講你是唔是外國人？你冇明白橫嘅是唔是上華人啊？我聽得佢我。一節啊，我頭先係記咗咗，一時我佢就夾嘅咗。伊喺甲我講是因為我心裏面想，是唔是人計得貴公司人計得成陣時我係，是唔是計得貴公司？你所以而家你講 myself recommendation。阿龍咧，伊嘅 behavior 上加中國人你看呢，拍別拍家甲做為公司事嘅，為公司咧上咧 big organisation 入面吼，有一個中國人吼。伊拜啦禮拜吼，個睇頭家無叫伊來做本吼，伊是有啲骨力吼，伊是來 ，you know I'm the best 我做啊最好吼，頭家會注意到我，是都看到佢是看到你會陪我對，特別咧有真濟人咧無安尼骨力嘅咧，伊會 feel 到講你 threaten 到伊，明唔明哦？所以咧嚇，所以頭家。yang I 有 bargaining power to ask for higher pay 嘛？我唔係做啊，吹啊 ，because 我有 quality 嘛 ，because 我有 certification 嘛，不有 quality 嘛。So yang I bargain 係你是 salary， 但咧你不要緊，我做，頭家講啊，你咪做，叫阿龍做啦，極死樣咯。我唔知有係咪數啊，我唔知啊，我未曉係咪。無關阿龍嘅數。啊！因為我同你講啊，我有講嘅，佢講特你一個月嗬，往講是路嘅咋，所以一個月嗬，特別價唔是一個月啦，12個月尾，係啦，一個月頭啦，未發年已經，頭家會甲我去 discuss 講啷個落隻 increment 啊，特人有接住 one on one 㗎頭家就，我 until today 啦，我哋第一年代去到變8嘅年代，甲落來啲即係Korea 咧，佢嗱安尼一年啊，我是。從來唔捌 ，not even once 咯就，去架頭嘅我未去先路，我從來唔捌講我一句話嘅咋。
我俾你幾好，我去6%，嗰時每頭嘅講，見你嚟去我6%，我撞咗500枚嘅，一刀冇枚嘅咗。until even 自講自私，馬路呢，佢頂佢節呢，我頭嘅頭啊白，就係講話，嘿，你冇教講，你係落隻 increment 嘅咋？我講下落緊啊，我攞好落隻冇落隻咯，係啦，我頭嘅 OK 啦。我去攞10%啦，我頭嘅錢就，所以我心裏面想就講下，是唔是因為我撞咗500土貴了，但係我係 feel 到自己冇成功嘅，我撞咗500土貴咗，特別我為你朋友，我同你講我古早啲屌做工嘅點先，佢叫我同人老實講一句啦，我 until now 我 still 是 feel 到伊是真正冇咩會做工嘅人咗，特別伊只夠做人咗就，伊有一道 politic 啊，伊夠 navigate 嘅。嗰時馬來西亞人啊，特別講白啲廈門特別啲 M， 我啲 M 又夠出杯裏邊咧，白白一套嘅，係啦，有 KL 人本啊，係咯，呢幾個係 KL 人，係咯，依個講話依頭嘅咩啲亂佢哋其實亂唔嘅，我就是無話嘛，就是我做緊啲派面就佢啊，係咯，我時講要出去派面就得了，我唔使本咯，講依派面咧，依邊嘅頭嘅講依我對佢到另外一個department，我被調過去啦，係咯，講咩落這類啊，我講我60千 US dollar 一個月60千，唔是一個月60千 renminbi 咗，一個月60千 renminbi 是落這類咗，就是迄個年代至抗幾年點先10千塊我唔是伊落這，但是伊愛6000塊 US dollar， 伊愛6000 US dollar 就去一道，6000 US dollar 是真這類咗，對我來講，至抗幾年對我來講真這類咗，就是 ringgit 就愛40千嘅就當金。喂，即係 ringgit 冇40千 ，sorry， 30千嘅就係咯，伊唔是 senior manager 下面 level 唔是嘅就，特別伊會開住個人講按你關啲物件，係咯，伊講一句話就係講話，bro， 你想我啫，我冇英文就，我顧有厝未講，我顧有某未飼，我顧一個囝個，我心裡面想講，有厝有某有一個囝，I mean， 正常本是常嘅就，特別你愛賺到6000塊 US dollar 了，你個會 survive。這個 statement itself 對我嚟講是真正奇怪咗，因為你愛賺嘅類，甲你需要正，你 essentially 需要嘅類是抓真正大咗。特別係點先？第一點，人家講一句話咗，我唔敢咗。我講咧，我想講。One thing， 我講啦，你嘅成功，你嘅 definition 是賺你類。特別咧，對我嚟講咧，係你人咧是第一成功 ，because although 你 company 可以你啦，特別我講啦，伊頭嘅第一數格就是伊 ，because 伊真正 demanding， 所以對我嚟講啦，人情嚟講啦，伊真正冇成功，伊用伊家己條件伊家己，即係是伊家己出來 decision 嘛 ，because of 伊家己嘅 decision， 伊 demand certain treatment， 所以你在一個 team 裏邊啦。你揀翻嚟人做工，你係揀翻嚟人咯。我是未揀啦。我真係冇揀。所以做人嚟講，我是感覺伊真冇成功；看類嚟講，伊是真成功。所以，呢個是我個人想法。我唔知啊，because 伊無 update 我嘛，即係 personal 邊啊，我都唔知伊有談無談啊。特別後來是有嘢，伊個是啲中國做過去美國去咗。但係有人實成所以伊搞嘅物件咧，伊搞嘅物件是伊加梅咯。往時你點拍拼，你無唔加梅嚟講下，你學你平常時無做工少過佢你嘅人，特別伊講 OK， 我加 demand 愛物件人，伊彈掉咯。你是到啲公司成日看，尤其是美國嘅公司。Yes, 美國公司，你冇 you don't ask, you don't raise. 是咯 ，you don't get, you don't ask, you don't get. Yes. 阿龍，你看你人嗬，在美國公司咧，是簡單話就叫忠直成晒黑色。哇，肯定老時咯，就是我冇。啲嗬，是人是偷食呢。美國嘅公司 ，American 公司嗬。你都係 ask for your performance， 你 performance review 時候，你都係 ask for your praise。先嚟講呢，你做加梅嘅，美國是做加梅嘅。我本是未曉嘅 actually， 我本是我唔是講未曉，我係嚟講特別一真正 go against 我嘅 nature 嘅咋，所以變做
我變到 feel 到想，喲，真正강구呢，你知道？就要開喙講啊，你嘅先咯 ，because 我成日看到我嘅滿足是看我歡喜哦，我彈夠開哦，啊，咪唔是講彈開就係特別高收到你愛物件。嘅小幾個字會俾掉，我已經真歡喜啊！我唔是成講我日日拖噶啦，個日日拖佢自己。阿 John，你點日日拖？你唔係免煩惱咯，你去流浪徑掉，你俾錢開流浪徑。就是我叫我日日拖嘅嗬，一直頭你當然電腦去到上關啦，嚇！一站咪是就站落去，還是去唔是去大流浪徑，還是去大嘅路邊啊？是，我是要啦。但是你唔敢講，你做呢種工啊，你做呢種工啊 ，based on 你 results 有一個 schedule 嚟，嚇你就是你工錢，所以你咩 negotiate 咧？你看你 results 做這邊，伊 spreadsheet 就是做這邊，啊，可能講你工你咪咩 negotiate 咯。你明白我講咩啊？我係意思看你 performance，你看你做在，所以我你 results 啊，你講時你看你咪咩 results 啫。我當見上個有人嘅講啦。伊個公司賺100千，伊賺70千，所以伊慢慢 negotiate 咯 ，because 伊知伊公司賺幾厘，伊是賺幾厘，伊個迄個 percentage 走袂起啊嘛。啊，你去做啊，你講你慢慢 negotiate 咯。Basically 是講你 salary range 啦。我是講，你是講賺8%，你成日講你公司賺100千，你賺10%嚇，你咪是特別10%，你就講袂。12% 嚇，不知是。特別你本特別看人嘅啦，唔講特人。對，我唔講特人，因為我背咯，就是我背曉睇你物件。講嘅咧，我本是未曉嘅，我古早做工嘅時啦 ，not now 啦。我古早做工嘅時，我頭家本是捌問過我，但我 manager 走，然後我 manager 是要叫頭家互我坐伊位嘅，我頭家 in return 來問我倒對，你愛我請人，互你你捌甲我講過。啊！是互人，是人對我出頭嘅，免啊！如果是聽人互我對較好，應該。但係咧，你個講話，特別我是你買你 responsibility 喎。哈，你咪有了 opportunity。我講無，我知我自己可能叫我看我 manager 做嘅物件，你真無歡喜，你真係真無歡喜。你做袂到伊做，我做袂到伊做嘅物件，所以我咪，我頭家，that time 嘅時我頭家兼職嘛，伊知講伊若是愛請 on top，我就要俾較濟類 to that person 嘛，然後互我伊會 increase 我淡薄爾吼。我冇辦法，冇人做時，我都要做 because I'm at that department 嘛。係咯，無伊就講咯，我互你即個工錢，也是你愛我請人就嚟做互你 assistant，你談經冇談錢。我伊個問我互你安尼你 OK 哦，我個你感覺到。我做嘅物件，你應該互我安尼嘅錢 OK， 你嘛 OK 咯。所以特別有好嘅事哦，有好嘅物件是我做袂到，伊無肯罵我，就甲你講我做袂到咯。有影誒，有陣時啊，你互咧人上少類啊，伊人做物件毋對啊，你袂使罵伊。What you get is what you pay. What you pay is what you get. 所以我哋使罵人，你互伊咧工錢咧種，如果愛一分錢一分貨吼，是毋是一分貨一分錢？嚇，一分錢一分貨。所以特別好，我冇有rasa到講我有rasa到講，那是講你有啲人搞個一個會聲啦，at least 我啦，人講我就我那是講愛拍拼。我最近冇講 ，because 我 review 冇講 happen 呢 ，last week 呢，not last yesterday 啊，唔知拜四，so。我係頭叫我講起講我人嘅 career goal 啊，什麼啊？我哋計講我嘅 career goal 係，我是冇計講啊，我10年會退休啦。我嘅 career goal 呢，就是 be as valuable as possible。我唔係去做人嘅 manager 呀。Well, sometimes 我 feel 到。我 before 即係話4個年前嘅，我是無想到講這是一個有可能做到嘅事嚟。我想講你做咧，特別是特別起啦，做頭家係咪都是叫做成功。特別我未做，我是感覺到我 sacrifice 物件啦，我係
mental health 啊，什麼 because 我真有裡面嘅 stress 嘅，我感覺到我變咧歡喜咯，我做人，所以 even though 我可能我累嘅談較濟，特別我會成日就 stress 咗，無歡喜，然後直直逼切嘅你看，然後我咁樣買咧，我咁樣談較少類地盤無咧管，特別我成個較平安嚇平安做啊歡喜，我都搞嘅了。แล้วเป็น做我咁樣做 individual contributor 嘛 instead of 會有 manage 人，特別 yeah 我聽到迄個名聲吼，要做頭家對我來講是成功嘅啫。當今我無改變嘅看法曉，你變做好 OK 啦。但是我無限做 business class， 對馬來西亞本好好。但是我係俾平，我係清曉。我咁我咪做 business class，甲你講這隻大數啊，甲你講。我咁我咪做 business class，咧學我咪呢 stress。我會曉，我當然係你較要緊啊。Basically 是你講是你比較破爛。啊！我冇暑假破爛拍對，我未。啊！有人真個破爛拍。都有人成成，我感覺你是 talent 嚟。我冇咧 talent，我未曉破爛拍對。唔知 talent 就呢個冇佢哋面配嗰種。我冇人做，我個基本上講嘅嗬。變拗啊！你咪嚇掉快清掉，你明白話？你成講嚇，我看好啊！你 idea 就好好，你個機講未出啊！個機拗成真係哦。PLP 人嗬 EQ 就高，我一個教我上班嘅人嗬，特別冇掉掉 EQ 加 PLP 冇。伊唔是 parallel 嘅，你教 PLP 嘅人咧嚇，你那是有 EQ 嚟講，伊咪是 enhance 你 PLP 嘅 skill，破冧下。特別冇需要嘛，特別需要 PLP。特別有 EQ 嘅人冇掉掉講是特別破冧下。對啦 ，but 嗬，我一個 friend 啦，伊教我上 year graduate 啊，嗱，大家不是一個內叫，不是 MBA，OK？MB 係咩？但你咩啦 ？Master in Business Admin 啊 ，administrative 啊，so 大家不是 background 是 accounting 嘅啦 ，OK？一但你嚇 from junior accountant 啊，一年起啊，但你起一個正級嘅就，from junior accountant 變 senior accountant，after manager， 一3年裏邊差別啲3年變 manager，after senior manager，pop， 總之起落嚟啊，一變 assistant VP 啊。特別有人說，係你是伊 talent 咪是好咯。VP 真正高，伊 PLP 真高，我人覺得看會出嘅 ，because 伊是真正伊讀冊點先，個是個career 點先咧，伊是 focus on 最會導攏伊，伊是三級卡了嘅，伊學個真正出名嘅就喎，伊做一 party function 可以 personal， 伊 birthday 可以叫路人佢嚟 support 伊。比較厲害，特別有人最高咪就可以彈咯。I mean what？你最高，你最高。我做未高，就所以我未起工資咯。所以那是講，那是 assistant deputy VP 咯。我就是叫你一個經理管到咯。我咪是想頂到咪是做工嘅時，有啲當今我攞頭家去啦，頂到是教我病背啊。伊咪是一直去，頂到時我係拉薩成日講。哎呦，想感覺自己失敗呢？可能大媽阿龍咧講到嗬，特別嗬，我當然想過啊嗬，我話啥 ？Nothing。I mean，可能我想說哦，好咯，伊 because 我在伊會做嘅物件啦，戀外頭嘅會講外頭嘅物件咧，我會做，特別我做我真正冇歡喜，我咁樣歡喜，然後可以去成績可以談較這類。因問講即我做我做羅仔嚟講我教啊，如何啊教日線路，嗱我就係講我係線路，我就去國考 value 是咗這，但是講我就係講如果係直接冇 value 話咧嚇，我就買做啊。後邊我去別位我係吹掉 value 我係講，特別嗱是講 as long as 我有 value 嚟講，我冇感覺到讓減好我類成講刻薄話啦，我就我係冇做嘅喎，我冇插佢講，頂到時我未，頂到時我拉沙，成我譬如講，哎呦你未，哇你繼續就拖工，伊彈你冇彈，當然伊做你內頭嘅較關鍵，我內打頭嘅，你未拉沙成啊冇爽咩？頂到時下代未啊？
你我看到伊要做嘅物件好，我說哎呦，那是我來，我唔知安怎，我未做未教，所以我根本上講伊學伊愛做呢塊物件，伊根本可以彈，我根本可以彈。我第一件就是特別看人嘅面色，你免叫我免看人面色，我都 OK 啊。我第一件就是愛去看人嘅面色。啊，我是看人面色其實，我係看人名，所以我 feel 到我做，我看人面色，我未出，我吞袂落。我若是特別甲迄個人做工，我別看伊面色，我吞袂落，我根本咪做，我有影是的。呀，我根本咪做，我有影。我老實講，我若是特別看人面色，甲迄個人做工咧，我根本咪做工，我根本去討別人工，我袂看人嘅面色。哦，你未論 Depends on individual 嘅 goal 啊，伊嘅 motive behind of 伊會做到。我本是無屬格人 PLP 我，若是人 PLP 我無屬格，我本袂，特別若是講人一個 PLP 我啦，我要嘛伊即個人是死定了 ，because 我知伊是 PLP 嘅人啊，我袂尊重伊啊，我袂 respect 呢個人嘅款，所以我看袂起伊。對我來講，你若是有影有才調，你免 PLP。你就是無調了 ，that's why you need to PLP。所以你一個 PLP，我就知講，你一個是無才調嘅人 ，that's why 你要用 PLP 嘅款。你特別考啊款，所以我就是看別人啦 ，because 我嘅 environment 是真濟人嘅嘛。你一個 PLP 我呢，我就知講，你一個是真是無功夫嘅人啊。You show yourself， you have shown yourself 無功夫啊。特別有人 PLPP 㗎，特別我是講嘅呢款啊，我就是看判啥物。我看判就是講，我做未到物件，我做咩數去目睭紅，講安怎我無通做，因為我即係講我是咪做嘅嘛，所以我咪做了，伊做到咪就可以去做咯。我都唔是講 ，OK， 你講想我破伊彈，我感覺無爽是後面掉啦，我做隻破嘛，特別伊破彈嘛，我無破彈嘛。係我明白喎，但是講我都買破嘅公司，我咪是 OK 咯，你去談啊，我都買做，我都做未夠嘛。慢隻，佢拉看清我係小英看別人人卡係差佢條。講差佢。哦，你是到底係邊嘅？到底 California 嘅啫。別人人卡差佢條嘛。哦，但係你講嘅咩啊？蘿蔔，我係蘿蔔解好正。即上我伊差了10歲。你無限對啊，邊嚟你就邊嚟闊啊！你講咩講話？這是唔知嚟，這是邊嚟人卡講話。哦，你講 chef 講話係咯。嗰個 chef 就佢冇睇到，係佢嚟咩？佢嚟咩話？超級大你試波曉。我哋當時你就佢冇睇到伊嘅你咁波。哦，你是，你好叫我嚟咩話？緊。你聽下就隔個錢嚟嗰條啦，又好叫我咩路，所以叫咩路嚟。係咯，我嘅人。我是 video，我是 video 講，我無講我去下面國家，我只下面日本好，我跌到落日本好啦，我實在都是。未講有時嘅，我就真係除掉會打個手就人會做到這隻物件 ，because 下面物件我不會學嘅咋，下面物件我不會學嚟，即係你嘅 skill 你報一嚇，我 adaptability 就好嚇。對，所以我冇驚這項物件啦，我驚是物件，驚是講第一件until now 就是準時我俾你聽話先嘅，第一件是我有時我目睭看唔到人都好，我手無力嘅時人都好，我今次去看都好，然後破病就知。哎呀，你唔是講你 adaptability 就好咩？但 means 你教下試試你 adapt 樣誒。即係嗰啲 evolving 嘅所，我黃一成係啦 ，survival 嘅啦唔是叫 evolve 啊，人嘅啦咪是 survival 咪是 evolve survive，你 evolve 嘅人嘅係 survive 嘛。God very fair，你就伊個學你丟一項物件，一個等你學你個丟到另外一項物件。上個蒙古啊，可能前面啊，會看到鬼。冇啦，冇前面對看到誒。有時前面有甲看到嘅咩？
會有聽到會會啊，伊會感覺啊，意思講變咗咱捌伊點寫到 already copy 掉咧嘛，冇清楚咧嘛，冇，咱捌掉伊裏邊學點寫 already 是著上咧嘛就，對嚇，對，定之有講嘛 ，interview 是有講嘛，意思講伊來伊到底邊咧學見，伊是 because after accident 咧伊家來聽邊咧學見嘛，伊走嘢啊，我覺得。一啲 hospital 嚟時 start 聽，一啲 hospital 嚟時。你好，但係我冇講話。喂娃娃，伊 frozen 嘢，我定困嘢嗬，喂娃娃，伊 camera 個 cam，攞佢哋 camera cam 還是要開？我係 cam，我係是 cam。我有啲，特別我做條物件。OK， 我搭條物件。OK， 我講嘅物件是我未曉波蘭拍咯，而家。OK， 我未曉，怎講啊？sugar coat 嘅字。哦，你話曉？講啲，我哋話曉，你我知你直腸直肚嘅你。直腸直肚講。伊未曉。未曉 sugar coat 嘅字，講得好聽冇？特別好 ，sugar coat 會曉啊，破南泡未？我未曉 sugar coat 嘅字。所以安怎甲算講破南泡呢？譬如。可能拍就是講你無贊成嘅物件，你為咗頭家曬人，你講哦，是我本相信你，你看到你做，哎呦，你話哇，哎呦，你看計水呢，當你切一支拖，一個叉計搞呢咯，你睇可能。特別我 OK 喎，我會喎，我會做啊，你看啲物件話，就是講有利益嚟講啊。哦，你做搞啦，means 我是做搞咯。冇嘛，你破南拍是講安怎就冇啦，本未講上幾分嘅啦。特別有陣時，你成日講你頭家，你講幾那句好聽嘅話，其實冇信實嘅嘛。係你是 sugar coat， 係你是叫 sugar coat。係 OK。sugar coat 就是成間物件無好嘅，特別你講咧 in a way that 你未傷到你人嘅心。一個 injection， 一個 injection that is sugar coating。對我嚟講，破南拍係好啱嘅物件，特別你講騙話，你講騙話，講 sugar coating 就 OK。你看啦，講啦，你物件無好食嗬，你唔是講，即係物件無好食，你唔肯講，唔是肯直講。我無咪咁食。冇咪嚇我食啊！冇咪嚇我食對。破南拍是講，哎呦，是袂好食。對。有啊，有當時安尼款啊，有當時。所以你人寫破咯，人甲咱冇寫，是講我是老了，因為我是感覺到我破，我其實講我頭家啦，你頭家你甲你頭家面啱嚟講啊，你袂去特就係講。你當然做咗咩？你唔是唔對嘅，係你唔是你家己講去掉啊嘛，所以我一頭冇講咯 ，OK 嚇呢？你點咪講，你嚇點咪講完咯，特別我本未掉點咪去破嘢上面啦，所以我是未硬硬去轉過嚟講哦，你話你講做物件是真好嘅，我講 OK，你俾你講做下嚇 OK 咯 ，OK 就做，我冇贊成滿好。定到我成日，定到我講嘅，我講，我是嗱散你看啊！แล้ว那時我頭家講，唔係我冇贊成嘅，你講 OK， 我對你做，定到我人講，當今你做個食嘅一陣咧嚇，你直頭看，你咪頭家人再頭家講 OK 冇事㗎嚇 OK 啦，我俾做安咗啊，我下呢做一個阿生咧，冇自己冇贊成滿好啊，我本冇講嘅，了啊啦 ，because 我已經拍拼過，硬教一頭家講。特別一冇接受就是冇接受，那是你上隻頭家啦。我 last time 是我成日安尼款啊，原來你安尼款講，喏對你搞哦安尼款嚇。哎呀，安尼款破南拍咯。你咪對伊做咯，對條伊物件做咯，伊愛嘛咪做可以咯嚇。特別有當時成日講有嚟 battle 是你家己經驗嘅啦，你有當時你家你頭家你在你家亂冇好，伊本是。驚嘢攞誒，你做咩事咪撩你啦？你未想買做咯 ？OK， 安尼款嚇，我對了伊是頭家啦嘛，你冇通講係咪咧？慢慢對了做咗咯。我是未講，幾那句
我是未講好啦，我是講OK，我做呢嚇，我未成講對我錄緊考咯，小段你看你未驚，是咯，很難哦，哎呦，咁我冇時候掉嗬，唔啦嚇 ，OK 啦。我隔離頭姐講啦，我講 It's not my choice, but you're the boss。你嗰時候我係你只要被講出來啊，我哋只係個。totally silent 你嗰陣時我跌咗啦，你嗰陣時我跌咗。我是直頭我講 ，It's not my choice, but you're the boss。你嗰陣時我跌咗啦，呗。That's why 我頭嘅就係話 ，like 你一個喺度講，I take 你by，you know，講 No, you've already asked me for my input, not my choice, but I respect your position. That's why you're the GM。就是喂喂娃娃嘅聲嗬，老外婆就喂娃娃，你嘅聲怎你咪會 pick up 到你聲，你不用 speaker 嗬，還是你 speaker 你 headphone 就大聲？冇啊，怎你咪聽，我聽到人講話時，我看到你咪入邊出。伊講話聲唔是咪聲嚟？伊唔是伊用唔到咪，但我看你咪是係咪？啲用到用款嚟嘅。你laptop 嘅聲嚟嚇。你講瞧下，唔是伊咪聲嚟。你話你瞧下，我係看到。我唔是，我剛剛聽到是伊是啲房間嘅聲啦。對video。你用 USB audio device 所以用到呢？對啊，我係。對啊，嗱，hello，這唔是咩？唔是，你這裡唔是麥克風嘅聲嚟，你房間裏邊嘅聲嚟。特別我看到伊個 system 我看到USB audio device 所以係，你砰你咪本下。對啊，你本你咪。你拍你咪看，咁見，冇聲。冇唔是，你換你 input 看，change input。是我聽到。如果都一樣嘅，人哋好會買啊，所以試下你講。你 speaker 上面 Hair TV 上面 Hair TV 上面，你未曉物件就是 audio 物件嚇。海爾，呢個人唔知海爾上面。海爾上面。我唔使講呢個嘅同佢關係唔好啦。海爾 TV 嘛。海爾Hair TV。唔係，如果是人哋款咩？啊，真是一個麥未用過。應該是啦，你聲是房間嘅聲嚟，唔是麥克風嘅聲嚟。特別你麥 actually 是會 select 係咪 device？USB audio device 哦。一是喎，當然是 select 到是係你喎，特別你麥成個咁是打俾出。Hello。你 try 換下。上本。你換去把你麥咧，換去把你麥個換到對嚟係啊。嗱，這裡呢？冇唔是，都是房間嘅聲嚟。可能伊被 pick up 喎，特別我係，等陣我再看。有款嘅咧？唔知睇。嗰時Ninja。你講呢亂晒扮散。冇聲咩？真亂啦。例如。房間嘅聲嚟。等我換去你嘅頭字上面。Noise suppression， 你 microphone， 我換去你 computer， 你 computer 有 microphone 嘅？冇。我換去你 iPhone， 嗱 request 看係你 iPhone 咧，換你 iPhone 咯。未換去我 iPhone 都冇接到這邊。伊 wireless 嘅當然，所以我當換到對，我 request 都 accept 伊嚇，我 request 都 accept。即係新嘅對。係 manipulate bằng 真濟咯。為我係係咪你本仔？我係看到，就是我係看到。係咪喜歡可以？唔知咁咪做咩？佢荷包，你俾學人咁旅行，你俾學包。有咩？iPhone 嘛？唔是，我換到對你係 USB 麥啊。你 USB 麥嘅頭起一個插到對嚟看嘅。咗人家那邊我讓 ETHK expire。特別我。頭期，頭期都冇聲喎，但係查得對。頭期就
Hello，查起一度有啊，冇咩事啊，要買嚟。你那邊你中國咪係買啦。冇啦，即係買卡未用咯，即係買，哎呀，都冇辦法了啊。唔是喎，我非常唔是嘅，因為嗰啲時候咪佢就唔係揾嘅。特別依 device 個 show 嘢你喎。當你買點先，成麥克風你話你玩佢都噗噗噗嘅聲嘅。嗱，噗噗噗誒，馬路。我聽到話。特別都半半腔啊，半腔話。誒有喎是喎。是啊，特別要伊個，我開 noise gate 看 ，noise suppression。我應該聽到唔是拍物件聲，應該是聽到啲佢哋麥本身啵啵啵嗰時，哇呢聲！哇，那嗰個大聲，我等 suppression off 嗰個大聲。auto gain 我嘅 off 起啦 ，maybe auto gain 嘅數，auto gain 咧變咗隻大聲。Hello，嚇，當然較好好。auto gain 是咪貴嚇？馬路誒，我已經開咗啊。唔知啦，未曉啦，我未曉用這 auto video ninja。我們未曉。特別好。我們未曉。特別 actually 有驚是 OK。真係earphone 咧，伊個聲會 pick up 人嘅 voice。就是咯，就是奇怪。I think 嗬，伊 earphone 就大聲，你 earphone 看較細聲看個嘢。特別別你。正。咁我聽到 room 嘅聲就少。是阿龍講，真係響咯。maybe 冇即係 noise cancellation 嘅，即係咪？特別哎呀唔知啦，特別 usually 後你知咩事喎 ？because 這是啷正聲、正實嘅聲啷聽到嘅啦。你那是到啲 Google Meet 嘅時候，伊有 process 過嘅聲，所以你亂嘅聲，伊個咧 filter 過啊。所以這咱同咱聽到嘅是完全是即係以 equipment 入面嚟，because 這是可能係 professional recording 用嘅事啊，用嘅即係 app 嘛。特別對我嚟講是好，免插嘢啦，我未曉啦。等我佢自己嚟 reassess 佢，頭殼條啊。特別好，我驚房間嘅水樣，太貴呢。伊就水哦，伊人講緊我 highlight 我啷看啫，安尼水就係，伊房間嘅，但我未當啦，你你花草啲又唔會，叫個半死我講。我暑假也花，也 vines 啊，ivy 真水。伊落架烤烤特別巧呀，無愛顧來食。哦，伊讀嘅啊。樣未使食。哦。誒咧，路咧？我拍下屎。我佢驚。這邊有一隻，來等陣。呀，好我諗看，你看我開。伊名咪。大後生。大後生名咪。你是 Max 20歲啊？哎呦，20歲，哎呦。哎呦，20歲啊！啊，20歲啊！特別你似你配對哪一些是估？你是幾時幾歲？伊 baby 哦，伊把你個 hatchling 嘅時候，伊把你哇，有，這是你大學生名咪？我隻 baby Maximilian。哦 ，Maximilian。了，個咧，你唔是三隻你講，即大學生第二。我隻 baby 們請了，特別樣無亂心走樣大。等姐。誒，你是幫你做球呢？試試幾件嚇？大隻誒，我幫你出來。哦，大隻幫出來，然後你頂住攞隻係多閃個頭是細行嘅啦。你 baby 呢？哦，這細隻呢？哦，這幾歲？你是有影是 tortoise right？對，是 tortoise right？Not turtle right？tortoise 呀，我看伊卡。tortoise。tortoise 加個 turtle 我咪冇寫。卡無聲，卡無聲嘅。一個去嘅樂事嘅，一個是到底食，你呢是食嘅，一個是咕啦咕啦，一個是笨牛就。拉比啊對，笨牛拉比。水嘅，未少水嘅，未少水嘅，大口嘅。誒，แล้ว你先攞起名咩名？即係行呢？咱姐，這類是 Sasha Pasha。Sasha 噶 Pasha。
趴下。樣是 Russian tortoise 樣嘅整是 Russian tortoise 嘛，所以我好樣名 Russian 嘅名。哦。我知道我是買去買 tortoise 哦，真正貴。tortoise 真貴。了。佢特別 import。我諗這邊係我特別 import。我這邊是 local 嘅人breed 啦。係啊，等落河時點聲時，你注意啦，highway 真係行過一隻嘅啦。係呢個係是 turtle，highway 係嗰粒是 turtle。turtle 大海嘅咩？是未似嘅，turtle 是大海嘅咩？我係未似嘅。turtle 是有水嘅，特別有水 ，tortoise 免水嘅。冇啊，我諗這邊嘅 sometimes 行過 highway 是tortoise 嚟。tortoise 對，伊卡管。卡個管咧，伊較扁嘅，伊較舊嘅，伊較胖嘅啊，較定嘅對。咱無㗎，咱未曉到底個得，未曉半年，得嘅嚟食。是得是我去食唐人食，是去點湯嘅嘛？你水魚嘛？水魚。誒，唔係我係你鮭魚咋？水魚是咩？水魚是鱉魚。鱉哦，鱉啊，對，水魚是鱉咯。誒，我捌食過水魚啊，我當然係冇咪敢食啊，當然。我頂到成日捌食過。伊成日 collagen 嘅，可能成 jelly 呢，伊 something。嗱，無白，伊是 collagen 嘅嘛。哈。我捌食一頓面嚟咯。哦啊，食一頓面啊！但係我 retirement planning 就要 plan 到99歲咯。我是頓面啊，有人係誇張啊，99歲。冇啦，你 plan，你成日都話下爹咩？8歲咗，我估係8歲咗。99歲啊！是啦，我估係過18歲。係 scam 嚟嗰隻喎。嚇，係咪 scam？Because 係都少加借鐳嘛，但係伊人用99歲 ，but actually 是99歲，我人用99歲 is a scam。99歲 make you save more money to make you invest more money。是講我特別我會使乜嘢嘛？我會使 reassess 嘛？我是但是講我 plan for 99歲，特別我舊時開，是講我舊時，是講我俾開隻，講我個未，我 already 有啊嘛。你咪去 plan 75歲，你係時還有89歲時，76歲時冇行了。90歲就夠啦。你係99歲嚟講。我係面講，你99歲嚟講啦，你 retire 成日講70、60幾歲，你 retire 啦，你累過，你會夾嚟用我先。會啦 ，of course， 我是要看，我咪是講我 retire 嘅時候，嗱，即講我拍算到99歲，我會再調一年入到一類出來，究竟 at the end 是我免存在資料誒，我免存我冇插，我都冇驚字。所以嗱特別那是我算到99歲啦，面講那是講我 retire 時，我咪是算係講actually 99歲時陣嘅嚟講，我咪是會使嘅開淡薄咯，I mean 嘅而家借你出來啦。特別你成日看啦，你老了嘅時，你要享受物件，你嘛就較早淡薄開，你袂使成日講。退休啦，等個你90歲嘅嚟開咩？還是佢開咩？請面試嚟講，你個都是卡吹啊對，所以你咪是特別，你咪是特別看開達無達嘅啲物件嘛。你咪咱只退休嘅時特別開淡薄成啊。咪冇啦咩？誒，你這個用到你 iPhone，actually 你唔是當你用 iPhone 你知哦，等我忘記。我 try 我用 iPhone 嘛。你等 try 佢，但 accept 到啲 computer 喂。computer accept computer 就冇物件出來。嗱，我 request 你用這麥先嗱。哦，你安怎用你 computer？嗱，你就 auto set 啊嘛。你是 accept 喎。你就冇叫我 accept，你就 auto 了。誒，當然成日好奇啊，你先。伊就 auto 成日看啫嘛，伊就冇叫我 accept 下面物件。哎呀，特別講，嗱講你買嚟講，你可你 disconnect 喎意思啊？你 connect 有冇當嘅？有啊 connect 啦嘛。你特別你係 computer connect 到這個 video ninja，你 accept 喎？我 send 個 request 叫你 computer。有啊。
嗱，我這邊嘅 audio source，我就用 iPhone。你我到去，我講我到短期，我到短期，你特媽咪 USB 嘅，你等 accept。我。但係 accept 伊冇走出來物件喎。Maybe frozen 啦。你家己換唔要緊，你家己換去你 iPhone 你買對 setting 嘅。我使差唔多要出嚟定講先。我今日要去食當人食即個當然 accept 掉，等 connect。accept 啦嘛。accept 啦，但你 phone 都冇看到你訂。你 phone 冇看到你訂嘅。phone auto 嘅。我看啥咩？冇 phone auto 嘅。我看你 screen 嘅。一個人攞你呢？因為真當人字我個表講。一個人暫停加斷開鏈接了喎。暫停就是 stop 了嘛。你 try 下。然後另外一個是對。暫停啊！暫停。暫停啊就冇了喎。但係是都冇接掉，唔知啦。或者咱個 try 個要做隻 second round 啊，要 test 過啊。哇！你看，變咗你冇導航換生嘢咯，咱講噶。而家係5點啦，有冇講要換生？哎呀，5點咩？我真係換生啊人。哎呦，OK， 咱講咱講掉。講了咩？講了講未曉。包我哋。住冇講你未曉咩啊個？我近啲有講咩？我近啲你對，但媽媽未รู้嘛，特別你冇啲，你感覺到你未曉嘅物件啦，係咩物件？我未曉係你 rollerblading、skating、skiing、snowboarding。OK，咱咪講未曉，係上架你英文冇買做，係咩物件？有你成日講，你叫我去做係咩物件？我是再講我未曉，我買做嘅。有你物件咧是你未曉是你阿冇有機會做到過。所以咱會使講下你未曉物件，所以你未曉 rollerblading、未曉 snowboarding，你有興趣要學？有興趣，我有 try 過，但係我未曉。OK。了。前日阿作講啊，臨時。哈。特別你是有感覺有你物件，你是成成教嘅嘛？有你物件，你在成成，你特別曉，你特別做 extra 嘅功夫，嘅學到嘅。你感覺到 rollerblading 是唔是你特別嘅做較濟功夫嘅？有你物件，你就用 pick up，咪係講做隻，你 already naturally 做教嘅嘛？是咯。我 try 過，幾日擺啊，特別到尾時佢識擺唔少啦。So 特別我 super try 過，because 咱成日一say 都講 skiing 嘅嘢嘅，咱是冇機會買細漢時嘅。你以前是 ice skating 嘅，ice skating 我冇做過2擺嘅。所以你興趣特別我都冇驚，當叫我50歲啊，嗬，會去snow skiing 啊，會去 ice skating，我係驚我拔到骨折。hello， 我哋 skiing 就驚浪潮站。驚浪潮站。你是驚山尼波諾啊？你驚山尼波諾驚？冰落山。你就係連落山。係啊，你驚嘛是去坐迄個 dog sled 啦。特別你坐 dog sled 時候，你唔當開喙啊？做咩做一配就去你喙啊？袂個搞走是點聲嗬？伊點聲夜班搖誒，得伊搖會噴起來。嚇，我掉過。你做哇！你看紅景嘅水，變咗鹹鹹嘅。你because 你 excited 嘛？因為佢水呢，因為後面叫得仲笑誒，搖嚟。鹹香，成日真係鹹胡椒嘛呢？OK， 但係咱我明日見講咱未曉咯，我對唔咯，但是講啦，用係你 mindset 嚟講，未曉特別你要學做嘅物件係咩？未曉我佢學做嘅物件，未曉佢學做嘅物件。就是講你當然是在你是未曉做，特別你是有拍算要去學嘅，暫時未曉過。做沙本，做咩？做沙本啊？做沙本。哦，比如說上你個朋友我鬧咧啊，50歲那時講我唔係做工咧啊，我係做手工 freelancer 啊，去賣這個物件，我係想到賣沙本。
哦，你這是做有 financial freedom 咩？特別這是做小。冇交 financial freedom，佢係其他人冇 income 嘅點先啊？哦，我係識佢俾三本。OK， 好貴。OK，特別你真濟那款嘅物件，你真係冚學嘅我講啥？你無驚學物件，你真教學物件，所以你免驚講你無教，你吹唔到物件。對啊，我就是可能話你 abstract 嘅物件，我是我 actually 我本做未教嘅啫。像我有冇當時當就興用嘅刷啊，用佢哋 hair dryer 嘅吹咧，布去轉咧，哈，係你我覺得水咗。我哋話就是，特別我唔係 try 嘅，特別我心裏面想講嚇，我可能我做一條出來咧，我可能。特別我嗱曬你咧 ，because 你嘅 composition 怪好嘅，你唔照。我看你做你，人嘅你邊啲學嘅咧，你 design 你，像啲 illustrator 那款啲物件，你目照係你是成成嘅 ，because 你唔是講就去讀你 design art school 下面嘛，即係你目照成成看出來，就我唔係叫佢 design school 嘅，特別我做 design 嗰陣咪是我自己做自己爽嘅嘛，所以有人成成有佢啲目照嘅，三六三咧，你當見未曉，特別你拍算 near future 你會學嘅物件係咩？IT 嘅物件。你已經成功啊嘛！你有 Clubhouse， 你頂到無邊啲學件事，你是完全買去插一本就，有想到有 Clubhouse 時，你變做黃硬硬去吹一個電話。嗰陣時我冇想，我做工嘅時我免學，我 just 叫人做呢，會使啊嘛。當時我冇人叫啊，我特別家己靠家己咯。所以成個台灣你講，我第一煩惱就是錄，because 上用 video ninja 時，我梗係講唔知 maybe 你買起來啊，你錄嘅來是台灣你 camera 個別樣，我講死啊，直接拔刀就是別啊，萬那係仔，你講硬硬愛喎。我是迄種，我是甲龍多邊嘅，若是我有影愛嘅物件咧，我是學會成嘅，我是迄種笨蛋。逼到是冇辦法嘅時，我是會做，特別是愛甲買啦。แล้ว若是講冇包 retire 咧，是我能 travel 嘅時，我特別較有影，特別較學，特別用 handphone 嗰啲物件，我特別學咯。唔要見到嚟個拍雙架咯。我自己我朋友冇錄較教我呢。特別用蝦米 data 啦，蝦米 plan 啦，蝦米 because 我because 冇包 be retire 嘛，แล้ว start research 安款嘅物件咯，แล้ว是伊人嘛教我咯 ，because 我是迄種啊，我就安款嘅物件我是真無暑假學，你冇興趣啦，我冇興趣 ，so I just want a shortcut，แล้ว我叫我朋友人去學，แล้ว嚟教我教人講我愛蝦米，叫伊人去教我吹，แล้ว嚟教我講就使啊。那是當今咧，那是你有興趣物件，特別你阿未機會學到物件係咩？煮菜。哦。我特登聽到半點邊個迄個袂使講每日煮物件九三字，我聽我真驚煮，特別我無煮 because 冇包無食，แล้ว家己一人個袂，一人食阿冇耐爽。對。所以我特登聽到伊人煮物件，我真驚做，我真驚做。我真驚煮，我聽到伊人煮物件，我真驚煮。我大行咧，你有係咪興趣要做物件？特別未曉，當今未曉過。特別你有興趣嘅，我最近應該I think 我會曉真正淡薄就是用啱實學，特別我真係未曉就是 embroidery。哦，繡花。哦，對。我就是，我講到真 therapeutic 啦，特別我真係 complicated 嘅，我未曉喎，係去 YouTube NQ。OK。就微娃娃咧，你有興趣特別當今未曉？做水雜冇？冇啊！冇啊！我聲 OK 啊未 ？OK。冇我聲 OK 啊未 ？Hello，聽到？是嚇冇 OK 個咩 ？OK，差唔多。嗰啲是 because 一個 Hello 嚇，做一個是一個 Hello。我成日唔知喎，冇唔知。嗰啲是接做一個麥，你知哦？伊是看你是對你 USB 麥，I think 你 USB 麥是 condenser 嚟嚇。伊 condenser 係 pick up 只嚟嘛 ，hello 嚇。特別你 condenser 你按到嗰啲頭先講嘅，你唔是邊樣講嘅？你特別有你講啦，安尼啦。特別大 clubhouse 會聽到個邊嘅，都冇安尼亂。clubhouse 是用嘅電話係咪？
冇啊，我冇用隻電話咧嚇。讀 Clubhouse 唔是用自己買啊 ？Anyway，嚇是啊。所以 Anyway， Clubhouse 人都查自己買。冇 Clubhouse 都冇用。冇用買啊。冇用，我用 iPhone 啊 Clubhouse 是。冇 OK，so anyway 就是我是冇人講，你冇安尼款，I mean 講你我冇去找物件來。講調工愛去學係咪物件咧？嗬，就成日自尋煩惱安尼款啊，所變做成。特別唔是講自尋煩惱，平常了。你是咩 ghosting 啦？你實講咧對到風吹行嗰啲，你冇成日講，特別有當時你會拄到嘛？有時你拄到講，誒，是你哦，是爽啊！看做一隻爽哦，俾佢學做，你睇我。所以就是講，馬路無咯，馬路無物件是互我有興趣講愛去學啊，什麼啊，有時安尼咯，嚇無拄到個，所馬路是安尼咯，普通安尼樣貴了。Clubhouse 人咧 ，Clubhouse 人就人會讓我成有興趣要做嘅物件，當然未曉特別要做嘅。我咁啲別使講，為清嚇，會做咩 ？push up。哦，這唔是未曉，這是無力。無嚇，我一落來講，我古早啊，啦，我古早有 go through personal training 嘅，就 before 教英嘅時候。未喎，伊係你 trainer 阿做教我阿做練，練未到 push up 喎未。因為我知道我 after that stop 無 train 真久，我知道我做 yoga 本是有 push up 嘅嘛，哇本是未特別，這個是我必學甲 until A，嗰時對 push up。OK，好。我看第四 A。OK， A 時你就要起來 camera 做我看啊。誒，清我捌倒過你真人哦嚇，真唔捌哦。唔捌。我淡仔嗰時算了我啦嗬。係咪嘅？哦，落隻環照人在落咯 ，OK。OK。播任啲咧，等陣我淡仔講啊 ，skiing 對，冇唔是，skating 㗎，係咪物件講？未使講。start up a business。start up business 啊！你要 start up 你自己 business。Yes。哦，好了本啊。Because 我無 feel 到 retire， 我未唔知是我命我嘛安尼嘅。我 retirement 我未講無做。所以你要找一項物件做，你未想講兼職。some like 我愛你唔是講會。我 fit 我裏邊啊，裏邊 passive income， 你要有 passive income， 特別你對你有興趣啦，咪是有人會 passive income 啊？something because 我古早我是想，這裡是想要做 charity 嘅 ，indirect charity 嘅 ，also help others also get income。安尼款物件，我 feel 到有意思啦 ，something like。上個古早是表示家己是 interact club，然後佢 join Buddhist club 嘅Buddhist youth 嘅 society，然後伊想做 charity 嘅，不是幫助到人，佢有。你有 fulfilling， 特別你會談到 ，OK。甚至 because 我而家 part time 不是做佢哋 government 嘅insurance 嚟 help 佢哋 disabled 人啊嘛，像 get funding 啊，而嚟 government insurance 啊，安尼款 Medicaid 安尼款物件啦嚟。fulfilling 特別個有嘅談淡薄。could contribute to the society。好啊，冇啊，我是之後 retirement 就買咗幫行啊。然後即係插邊款咧，插邊款。哇！你係咪物件對曉過特別你想要學嘅興趣嘅，你有興趣？冇係咪興趣咧？搞我講，有興趣嘅物件，我有興趣嘅物件，我不定下做咧，我覺得。所以你是甲微微話我想啦，暫時後尾有拄到新嘅物件。暫時，有係咪興趣咧？其實就是安尼普通嘅咯，普通安尼款貴嘅咯。hello， 我嗰陣話一個麥了 ，OK。較好淡薄。我話 road 嚟麥了喎。較好。我有興趣做嘅物件，本已經冇夠時間做了。
哦，對文嗬，所以你無成日講去學新嘅物件，你會 enjoy 做，你有興趣做物件對。對。OK，你話我較好咧，我話啥？I 安怎講咧？其實是唔知啊，有嘅人成日講阿龍啊，你看伊拄着無相嘅物件啦，嗬，伊有興趣啦，伊有迄個心去做嚇，愛去做嘅，就愛去做嘅。我是較笨蛋淡薄啦，隨便啦。然後若是講哦未曉，哎呀就刷了咯，安尼款嘅態度咯。我未講別條，直接愛去學甲會曉為止安尼款啦嚇。是哦。哎呀，我冇想做嘅安尼款，我暑假啲存耐。有當時你拍片搞緊隻時機嘅時候，你是特別你 enjoyment 就是直到全部做幫人看戲嘅。對，俗嘛你看，對啊，我不俗啊，我不俗。OK，把到我睇戲嘅時候，我規矩咱就看戲，就在看戲啊，我做我行看戲。有啊，係講嘅啫，假如講看戲啊，嗬 review 啫。我哋買啊，變咗講戲我都閒咧，咁講。所以 review。就是啊，你變做你 enjoyment 變做聊連戲啊，當 game。誒，安怎冇戲啊？誒，老啊，你冇用頭腦，老毛啫噃，你知唔知？我博麻雀啊！啊，要博麻雀。對，我就是要學拍麻雀，但係冇人教我拍。話咁正。誒，做咩事？麻雀是真好嘅，比你頭殼真好嘛。你冇教你即個即個阿毛包拍麻雀。未，阿毛包是冇suka佚佗 card game 嘅人嚟。冇人個做拍。冇人個做拍，你會去？打死你啊！你會去請係個 professional 嘅第三卡咯。係咪啦？阿生 advertise 話係你 Chinatown 會。I need kaki for mahjong。我直接講我俾學啦麻雀啊，我冇俾你麻雀嘅 set， 我係要俾你麻雀嘅 set， 但係冇人解拍本。要識啊！你咪隨意咯，你咪隨意啦，就隨意。特別冇上會啊，冇上所在。冇大下大冇上會，一大攞點正。哦。以上講係俾你麻雀，因為麻雀去解拍麻雀，特別我解講攞點正，我是未去嘅。上會啊！啊，吉利咧？吉利有想未是誒，特別吉利一來哦，特別唔知伊請未，吉利你買開哦。I think 伊杯學嘅物件就是杯學，可能杯買到一個，得一卡 back investment 嘅。話嗰一卡 back 之後睇你價，伊嘅 value 係起嘅。咧，按咗去看伊是正嘅啦，是啊，伊 value 又濟啊。誒，即係我是講，我幾日到人問我講，誒，你若是退休，你要做咩啊？我是講未出喎。你咪做到對你嘅 podcast 呀咯，個係咪？我退休啊，特日開 podcast 啊，特日拜。你係啦，你個這點寫做你 content 啊嘛，แล้ว你就會使做 YouTube 嘅，即係嘅 YouTube 嘅 advertisement 嘅類啊嘛。我當然嘅 advertisement 類都唔夠。冇啦，係咪講你 because 你冇夠點先去 invest 到你嘅 content create 係你，按照講啊創作你嘅 content 啊，你就冇點先，等下你退休或者冇點先咯，咪使去翕啊做銷啊，係咪啊？你看啊，特別我點我真驚哦，若是講我退休，我同我講吼，我是若是退休嘅吼，我是一頭，even 我做物件本好吼。我若是要想到講我為咗要趁你做，講我買啊，我咁冇買做。我要退休啊，我一頭，我要做物件時，我要做 shop 呢，我唔買趁你啊。那我若是講你要逼掉啊，嗰條鐵趁你啊，我就其實拍扁嘅款呢。我感覺變就想無在去啊，我做嗰啲物件。當做你嘅 side income 呀咯。熟呢，然後佢若是講成個有趁到趁冇趁到耍啊，表緊啊，款就 OK 咯。嗱，是會硬就會去，我嗰度去做 YouTuber 啊，你睇啲 YouTuber 係借啊，
安尼這人。冇我 I think 你做 comedy OK，แล้ว你做成日講下 talk 你成個 stand up 嘛，你講應該咯。未啦 ，stand up มันเอง啊，我未，我就 sit down 啊話。我你使做變靚福建話 stand up。對咯，我感覺你講你應該會做 stand up 嘅，你在馬來西亞有這人實做 stand up 咧，咪你。免我係想做一半段啊。我未只行 call， 哎呦我買啦，我唔要叫我做 host 啦，我做 stand up 嘅 host 使，我 sit down 就做使哦，分段。我講你咁樣笑呢，嗬，攰你可就對你笑了嘛。哦，安尼我咪笑啦，反正。你對了就你 schedule，你感覺是真爽了。like 你邊做工嘅時候，愛做時做，咪做時咪做。我知了。OK， 我當然我想到下面物件我未曉了。哈！我笑跟我點正嘅時候掉來。冇，我 charisma 就是較 serious 嘅嘛。所以你看嗬 ，even 都成日講咱做節目又好啊，嗬，我冇咩誒。特別你真好笑喎！我問得好笑，你真好笑喎！我就是冇好笑啦，我就咁講，就講我就是未做出啥阿 John 啊，你款呢？哇！伊會真咩的想到一個物件啦，然後咧做緊人笑啊，你款下你話唔夠好笑嘛？你家己講到發湯，你講出嚟已經是好笑嘅。是咩？我唔知，我冇咁講喎。我就係講 the feel 就講我講嘅物件就冇好笑。冇，就岑律師講嘅呢，咱做隻誒，咱參掉做隻嚇。我時啊，你看咁，我是講嘅，就講我嘅能力嗬，冇成個阿 John 啊，你看你，你就一 charisma 接出來呢，就是好笑了嘅啊。出來都是好笑。就是講 hello 啊，哦，嗰啲去搞笑啊，你看啊。哦，所以你有興趣要做，你要企起來啦，你要做 stand up 啦，stand up comedy 啊，你要做，嚇會唔會啊？哎呀，實頭冇聲氣啊，咩事？我冇聲氣。Hello。啊，叫你嚇，我聽到啦。誒，我是覺得咧，我娃娃伊無 purposely funny， 特別伊 funny。對。伊蝦米物件本是嚟正經啦，特別伊喙就講出來呢，咁樣人就實習。哈！你免掉啲嘅，娃娃你免掉啲嘅，你 enjoy 你做你家己都是真好笑嘅。自然嘅，一隻 natural 嘅。嚇是咩？伊波士你本好笑，伊上班你本好笑，伊 pandemic 你本好笑，伊蝦米物件喙只講嘅都是好笑啊！咩？我冇感覺到講我成日講，我冇感覺到講嗬，我真正 excited 安尼款咯。特別你免 excited，你冇像啦，你 style 冇像啊，你 style 冇像。我冇係你安尼款嘅。Because 你同時成個講你 high energy， 你成個話係不係波嘅嘛？你做你個技巧，話係波，然後你成個你往時做出來個較好笑就係你，話到安尼。唔掉嘅咧。嚇，因為唔掉一殺出來，話往時是笑咁女嘅咯是。伊上擺伊講伊淨化啦。伊嘅別人嚟摘花啦，摘啦，好笑嘅。對啊，真正是細漢嘅時係古塞放炮到啲古塞，有人真係冇好笑。哦，鹽水嘅時，伊開喺你車藤啊，你 lorry 話佢鹽水唔出來這邊吹。我今叫一下聲嘅，你解咳，伊隻水出來喎。係你物件好笑嘛？I mean 講。就是所以嗬，我未翕成日講安尼款嘅 video 咯，有個人啊，伊翕條 video 嗬，伊講嘅物件伊真咩的，I mean 講伊成日講你講嘅咯 high energy 咯嚇，我未咯，就是我未，我成日試安尼款嘅，特別你試好笑喎，是，比如我你若是更加 serious， 你更加好笑你就，嚇對，你若 serious 個哪好笑？佢哋講嚇，特別 character 又好啊。阿咗是係你million攞嚟白照嘅 ，review 嘅話是佢就嚟白照嘅，係你 million。係咪我唔捌看過 million，係咪冇上啊咧？有一叫咧，嚟白照嘅，打是上。哦 ，Stewart 係咩啊？
一粒目睭是 Stewart。我未見過咩啊？然後嗰時咧攞粒目睭，直直笑你一粒目睭嘅。哦。OK 啦，你做哪粒？你做一粒目，我做哪粒目啊？OK。我有一項物件，我即久哪咧做掉？俾人白。我是不，這個是正經嘅啫。正經俾人白冇正經啊？冇啦，已經攰了。攰了。That phase is over。所以這個是我即久學掉華語啊。不，唔是華語啊，漢語。漢語拼音啊？唔是漢語。我讀兩兩字。漢語跟華語唔是像嘅咩？像嘅。不漢語是像嘅。不是漢語嘅意思就是阿摩字 letter A B C D 咪你漢語嘛？不，這個是漢語 because 我係先生講漢語是 China 漢語，華語咧是 the whole of the world Chinese。冇啦，你是你學先生先啊？就是講話，大媽是阿龍啊，你聲出來成個提綱呢，我個未看到伊聲過出來那大聲。冇想國嘅伊人address 這個 language 冇像，因為伊人 perspective 冇像。所以上個上個這個係咪啊？台灣就叫中文嘛，是唔是？所以中國就叫漢語。中國嘅 perspective 我人是 like 華語嘛。所以變我人是 from 這個 overseas。唔是。來阿龍來，做乜未看到呢邊？你到托開呀？阿龍跌得咯。你到名稱嘅呀？冇，我哋在經。OK，講。你睇咩講下嚟講。即係你話就對嘅嘛，漢語是 Chinese 咋，係咧華語是 Mandarin 咋，所以你當佢學掉嘅其實是華語嚟嘅。伊講你平，但是講你先生係中國人，我會明白。是中國人，是中國人我是哦。and then also 我冇講講，我是即個學掉嘅是漢語水平 HSK。對。because 你就是說。漢語就是 Chinese，係咧華語是 Mandarin 咋，所以意思是講華語就是漢語 one of the 漢語咯咋，漢語裏邊福建話講話係你嗰粒不是漢語嚟咋，就是我嗰粒不是 is category 咋，所以你先生 if 啦，你先生是 Malaysia 嘅人咧，就冇乜，e statement 就冇 make sense 啫。嗱，是講 is Chinese from China to make sense，why？ Yes， is Chinese from China。yang government 啲 push 掉 Mandarin 都是等人嘅話 ，Chinese equals one language 嚟咗，又 push 掉啲 policy 嚟咗，所以特別講意思，我唔係講批談，或者意思可能死腦嘢啦，意思講 push 講樣同嘅學掉嘅係你 the Chinese is the Chinese is the Chinese that 樣 speak in China 嘅，就是 Mandarin 咗。But in fact from 人嘅 perspective， 漢語是 cover 緊了嘅 Cantonese 啦、客家啦、福建係你嗰粒唔係漢語嚟咋？只是漢人的語言嘛。所以華語是 Mandarin 嚟，所以 actually 你學掉嘅是 Mandarin 嚟咋，你學掉都是華語嚟咋。But from 伊嘅 perspective， 樣當漢語 equals to one 嚟咋。所以你是講中國人講漢語，都是跟那算一項呢，都是 Mandarin 嚟。對，意思是伊跟那指 Mandarin 嚟。所以 actually 台灣人唔對本嚟咋，台灣人講中文啊，因為中文裏邊是冇包福建話嘅咋。台灣人講中文講，你會唔會講中文啊？意思係你中文是冇包福建話，冇包廣話，冇包上海話，梗係冇包嘅咧就。伊中文是 specifically 跟你講 Mandarin 嚟咋。但係你用上次嘅字啦，中文啊，你見過香港啦，伊是 cover 嘅了嘅咋。中文。對，識唔識寫中文啊？伊就是講 cover 嘅了嘅咋。所以 actually 是台灣家己唔對嘅 ，because 人有家己嘅 political 嘅 agenda 本來，就是講中國嘅中嚇，就是中國來嘅，係咯，福建話是大嘅嘛，是台灣嘅物件嚟，係咯 ，Mandarin 是中國來嘅。人講唔對，就是講人是，唔是講你去甲當山人講，你唔對，唔是，這是伊人嘅culture，是人嘅culture，特別 technically 算起來，伊是華語是一個 part of 漢語嘅 language of multiple languages 嚟啦。
了，就是講台灣是講，人講中文就是一樣嘅意思，是隨做 Mandarin，伊唔是隨做隔了等人嘅文字，就是叫做中文。OK，所以你講台灣話，人講台語啊，唔是中文嚟，特別啲人嘅 perspective 嚟講，伊人做唔是中文咧，用等人字嘅，係啦，故事等人講嘅。特別對台灣人嚟講，唔是嘅，中文是中國嚟嘅。有時because有 political 嘅 agenda 又會。แล้ว阿龍，人那是人要講，當然人要講人要換做佢哋，成個你 post 時，你 post 講按照寫對人字嘅，你練福建，唔是邊啲福建 class 啊，係咪你講邊啲福建 class 嗬？你下邊嘅位，你特別有寫一對人字嘛？阿咪你寫一個，人是你是寫對人字，你寫到啲你 post 時。對，等人字對。等人字啦，我是寫等人字三個字的，我冇寫漢字的時候，我寫唐人字的時候，等人字的時候。等人字就是講 Chinese characters 嘅意思，我講話是。對 ，Chinese characters， 漢字不是 Chinese characters 哦，漢字唔是 limited to only Mandarin 嘅，漢字是 Chinese characters， 所以韓國人寫嘅等人字，Japanese 寫嘅漢字，咁樣是漢字嚟，咁樣是等人字。OK。所以漢字係你漢嘅字啊，呢就是 Chinese 嘅意思嚟嘅。漢，所以日本人不會用嘅，所以特別中國人對人嚟講啦，漢語都是華語嚟嘅。because Yeah, that's what my teacher said. OK， 來了 big roundabout 咧，去到對嚟，了你嚇你學到你學等人字啊，學等人話是字，伊寫嘅字，你要寫嘅字。看了，參寫，參寫，特別加考試嘅喎，特別去。哦，特別考。伊上加人，伊上加下面做，伊上加係你，哈。係你 HSK 就是 TOEFL 嚟嘅，特別是 Mandarin 嘅 TOEFL。Correct，對。Test of Mandarin as your second language 係咪啊？你講啲特別要幾級㗎啦，依家是有8級嘅6哦，一陣間拍片咯，你可能你去 call official， 你可能有 certificate 啦。好啊，你是學是係咩數學？有興趣學是係咩數啊 ？Because 我係一個 lifetime 嘅 regret 啦。就是冇讀得能。是我冇去Chinese school 咯。特別如果你姊妹兄弟姊妹有讀，還是跟你一人去也冇等啊。我甲我姊囝無讀，無入 Chinese school， 所以我即個maybe 呀，我是 Chinese 嘛，我個未曉 Chinese 嘛，所以有淡薄遺憾啦。哇，遺憾你把刀講句話了咯，了啦，你有對即個你邊啲學經 class 即個哦？有時吼，現字出來啊，我係 confuse 咗，你字出來，我而家我比較讀。哦，安怎對啊 ，John？ 安怎對？冇，我係 Instagram 邊啲學經 class。你邊啲學經 class 就除咗我是我 manage， 我是 admin 嚟，係是我係 Instagram。你做咩事？我嘅合作到啲邊啲學經嘅 Instagram 嚟做隻 post 是，你即是阿龍做嘅嘛，แล้วว่า佢 collect 㗎ว่า post 啲啦，看是啦 no set of eyeballs 嘛，那冇內 followers 咪看啲嘛。特別我只 change 係咩事就，你到嘅 series 啊是只出邊，你是經專門是講人等人阿咪係你 Mandarin 是叫做咩啊？大家都講華語華語。人講嘅華語寫嘅等人字，甲福建寫等人字無相嘅嘛。特別唔是，你按咁講會 confuse，伊就是講吼，伊是相一個物件來嘅，特別講法無相，所寫嘅字本無相。特別咧，讀等人冊嘅人咧，人家係有寫華語呢，所以人講我拿給你啦，係你拿係你字咧，人常講就是係你夾嘅字，actually夾是另外一個字嚟。所以我講吼。有啲人因為咗要 express 嘛，因為說我拿給你，一寫到這個字咧，特別意思入邊意思讀咗我夾好路，特別係這裡拿個夾相意思相物件，特別無相字嚟嘅。一樣嘅等人字無相。無相字啦。
上家你講，OK，有80幾尺嘅嗰種，所以有真濟無上 concept 嘅嗰種。冇我甲你講，你會使成日講咱講啦，成日講江湖話字啦，攞啊，一般是有成日講我攞俾你，係你攞喎，嗬，本是有定人字嘅，然後我拎俾你，係你拎本是有定人字嘅，然後特別咧，咱是我唔知啦 ，maybe 江湖咧，咱有 expose 到江湖字，所以咱真會出咯。特別咱福建字呢，嗬，嚇，咱無咪 expose 到就，所以但係你特別去對嚇，咱未曉變福建中文字就嚇。因為咱香港，咱大到香港嘛，咱大到香港啊，伊個香港誒嗰啲江湖嘅字甲伊個話嗬。影響到咱亞洲人真濟嘛 ，because of 頂到嘅TV series 啊，伊 popular entertainment 啊，如果真濟人當然會曉韓國話，係咪物件？因為 pop culture 真成功數嘛，所以福建冇喎，所以變做特別去對阿龍咯。Actually 講 class 有隻物件，有隻是咱唔知嘅啫。因嗰是 historically 是有真濟物件啲 develop evolve 啦變嘅啫。所以你看，即係我頭一個做咩做放假咯，食物件嘅食。因為華語嘅人，嗰陣時我是吃東西嘅吃嘛，對唔對？係咯，但係人寫就講我食飯點寫，寫我吃飯這三個字啊。你想講佢哋吃就是食咗，特別食是另外一個字嚟。但係就是你有 export 啲江湖話嘅話咧，你就講是食飯嘅食。就是食物嘅食嚟嘅，個食個食嗰種，總之咧 Mandarin actually 是唔對嘅嗰種。Mandarin 你吃東西嘅吃，伊唔是食物件食嚟嘅啫，伊唔是嘅啫。特別伊 already 演變到上變做是食物件。combine 一下 merge 一內意思。吃是咩意思？吃是你講話講無好笑啫。佢哋我咩夾吃嗰種。對，佢哋是吃咗，所以我唔知做咩做 Mandarin 伊會 evolve 㗎，廿迄個字佢講是食物件食嘢咗，伊是完全冇關係咗。啉水啉唔是喝東西的喝，迄個喝是華人嗰種，多多時講阿咗啦。哦，誒，你福建話是用上福建話上讀上隻字是華啊，冇啉嘛。所以你是寫我喝路就是華路啦。所以我部分俾咗數，但係有陣時咱誤會隻物件，就是有時講 Mandarin 是對嘅，actually Mandarin 是唔對嘅嗰種，有時 already 冇辦法了，因為 already 演變緊，你看而家，對，咱當然是，但係咱樣用，我咯說 from now onwards 啊，吃你就看這個字，你個就食到咯。actually 伊唔是食嚟咗，伊是講話，冇跟你講，你話講，冇，你成日講江湖話㗎。甲福建話咧，嗬，伊是保留古文嘅即個講法嘛。所以成日講啊，你講啉啦，你看江湖人無講喝水嘅嘛，伊人是飲水嘅嘛，佢哋飲就是佢哋啉水嘛。飲是唔是飲食嘅飲？嚇飲咯，就是咯嚇。特別伊直啲伊 historically 伊直啲變啊，變咗。當時我有陣時我有得冇激死。伊想 disconnected 嘅呢？對 Mandarin 是唔對嘅咯，特別全世界當 Mandarin 是對嘅，and then 你寫係你食物嘅事是人嚟講，咦你寫方言嘅字，方言，你是點啊？係你 concept 到你是懂得嘢㗎。冇阿龍，你 class 係得咯，你 class 係 Instagram 啊？冇，我 class 我就是幫。伊特只有一個 post 嘅。哦 post。啊，你一 post 咧，伊有 post 伊個字，伊有 post 係你福建用嘅字。福建用嘅鄧人字，加華語用嘅鄧人字，伊有 compare 咯。你看到第一名嘅就是福建話字，然後你後尾較無嘅就是 Mandarin 用字，特別這字人是assume 是，because 意思是像嚟嘛，是講用字無像嘛，所以變做人看到。有陣時咧 assume 有陣時咧 assume 每個字就是頭前一個字嚟嘅。所以是分開互人看，原來是無像字嘅。我感覺到啦，你有興趣福建嘛？你若是學，然後你有興趣學嚟講下，你會使看到哦，原來是吃鄧人字吃福建嘅字是咩？食物嘅食，食物嘅食就他食。對。OK。So I think 你會興趣。你會 confuse 嘅 ，because 伊是兩個唔同 language 嘛，你會 confuse。特別 at the end of the day 啦，我係講 at the end of the day 啦。
等等字啦，上一个字啦，無講你哋去到哈密dialect又好，哈密 Mandarin 又好，福建又好，見到咗，樣嘅意思應該是無走這樣子嘅。because 這裡就是 Chinese culture 嘅 beauty 嚟咗，嗱人嘅 essence 就是講2,000年以來啦，人寫一個字代表嘅迄個物件咧，嗬。Actually 是用特別 consistent across 㗎了嘅 ，because 迄個字就是迄個意思啦。冇差唔多，到啲日本用韓國用，伊字本差唔多像，有啲意思嗰是像。迄個意思嘅。讀聲無像，阮特別意思像。伊有可能會變，特別伊變，你嗬，有一個理由嘅。所以有當時我就奇怪，係你吃個好，安怎伊變人看伊好文明嗰種，即個是講話，係咧另外即個是華人嗰種，特別安怎伊會變食甲啉水，好無文明喎。是講有當時阿龍會曉嘅物件吼，即係要緊嘅家人啊。安尼阿龍唔是逐人有迄個知識啊，知識。我即個哦，到這個 level 吼，HSK number 2啦，我巴魯 less than 150個字爾你說 less 啊，我即個英國中本事咗，英國中本事當然會曉拍得人字嘅咋。伊本是成個錄音，伊本是搭阿冇車，啦，時時係樣出大漢，所以伊本是 regret 本，伊本是遺憾本嚟咋。所以伊當然伊曉嘢都當然。或者阿龍啊，咱會記是咱看下 maybe 咱做一個是講，咱較講較濟淡薄，你使用你 already post 了嘅 post 啊，解釋。你都當然 post 個幾年啊，40幾年嘛嗬？冇啦，見住我10幾，31嘅10個，10幾咯。所以10幾，by the time next month 嘅時，咱應該有50-60個字啊嘛。咱會使到底50個字，講個解釋起，你看一個對調，講我實在趣味啊。好啊。我感覺就講邊喺學見嗬，你會使做一個安尼款嘅物件咯。because 我有甲阿龍講過，有個人呢 ，because 有人是用 English 來翻譯即個學見嗰種，所以我發現到講是無 accurate 嘅。So that's why that day 時我有甲阿龍講，你最好咧就是 continue 做即個物件落去，然後。若是講A來講咧，嗬，就是愛有人會讀出來啦，迄個字啊，安尼款更加好啦，人咪會知講是蝦米咯。其實我當然有讀嘅。阿龍，我頂住有隻字我會問你誒，變調啦哈，煎，人講煎嘅事啊。我冇幫這，迄個是煎嘅啫。啊煎 ，sorry 字，煎啊，煎豆乾，你講煎豆乾，我冇講煎豆乾，我講煎豆乾喎。要緊嘅，因為because 頓生啲有隻字所在是 natural 嘅，所以我哋做嘅陣時，我有考慮到這個物件啦。即係所以甚至你聽就講，你調啲，往時你調啲用你較少嘅，我調啲咪變，但係有啲時我調啲變嘅，所以可能就係講頓生啲 actually 是 quite natural 嘅一個物件嚟。變調意思，頓生啲是講，伊唔是 carved on stone 講，但係是講即係你讀到這個字，你特別唔是嘅。了，但我咩啫？你家己本身你講煎豆乾還是煎豆乾？我是講煎豆乾我們是講煎豆乾。對。定定咱講咩梅咱冇 discuss 到嘛？我本是講梅本嘅。特別你在 because 你有白嚟講，你會 introduce 卡伊 boss， 伊個正是either是梅或梅，特別你講近日邊兩嘅人會講梅嘅咯。OK， 趣味。特別咱未使講邊兩人唔對 ，because 下面話本是會 evolve 嘅。對。OK， 感謝。阿龍，咱嗰時咱就會去講咱嘅即個福建鄧人字福建用嘅鄧人字加中文用嘅鄧人字，唔是中文即個中文華語用嘅。係即對我嚟講，華語是用本是成個伊嘅 written form 嘅，語是伊 spoken 嘅。對我嚟講，對。特別你係 mix 要 mix 嘅，所以就所以你講你會不會講中文 ？actually 是即句話本身是唔對嘅啫，個中文是寫嘅，唔是講嘅啫。應該是本嚟嘛。特別要 already accept 嘢，所以你明顯看到這個人，他不會講日文，其實是他不會講日語嘅，對唔對？
你使開補習班咯，阿龍還是學drama，咪都冇迄個事。你你啊，變領下面啊事啊，可能對嚟做啦，你。能夠冇海累咧，你在那邊領咪做，你看明日佢就是冇累嘛。係咪貴那事啊？如果係俾你變領 heritage 就唔成時候。係對啦。有學我累咯，以後我背幾段，學我讀壞我 OK 啦。就是講我一步就是你看咯，咱是成講咱你就你咯。啊，冇咱做 online 嘅咯。咱愛咗，特別咱個買出累咗。我嗰時候做 YouTuber 但係呢個笨蛋喎，個爛喎。唔要緊啊，你免做 full time job 咪是，你咪是卡 A 係你咯。唔要緊啊，你直接都是談白表咧，是你請我做你 behind the scene，我個 edit video 嚟看。冇你是 in front the scene 嘅咋？要我特別笑，我睇戲嘅時候我特別笑啊咯，我咪做笑勁。我睇戲嘅時候，我直頭 behind the scene 啊咯。我其實好，你想我愛啊，你想我 video ninja 啊，你笑啊，我咪是為咗人會做咧 production 做較好淡薄，然後特別想會隨落進步，你肯定係喎。OK， 啊，羅淡正一嚿啊 ，OK， 感謝各位聽眾，就大家禮拜再見啦，反正都嚟講句 ，OK， 但係我希望參加邊啲學嘅落 email，讓到去邊啲學嘅.com 嘅網頁位，你去看 get on the show，click 你 get on the show， link 嘅，呢度係介紹你，假如講啊不，係你係你 mailing list，但係講你冇收到 email，定得 Eventbrite 有收到 email，一當見冇收到 email，就是講一直佢哋 spam 啊，當住佢 spam 嘅 folder 會 check 看有 filter 掉，當見咪寄來是到啲migu@邊啲學見 .com 你仔是話嚟，所以當特別去 whitelist 一隻，你咁咪 miss out 去，我係記下你隻 instruction 按咗 time 即係 video ninja，咱暫時呢一隻問題，特別咱頭一道就是問題就隻嘛，咱可以 try 看一個月、兩個月看，是講真正未來講，咱家拍水俾話八項物件，當個電好啊，我學攞把你較好嘅 service 成日你特個月就學 subscription 呢，誒，只會使隨真做嗬。今年贊助就是即係今年嘅這個月邊啲學見落，因為是南西贊助嘅嚇，你看哦，咁試嘢你看。你特了點先，特了就是一個 brand 名出來嘅咯。你是B正香B正香贊助我。是咯。特別即係人是係你成個係 PBS 嘅，是 public TV 是人家嘅歷史咩贊助嘅嚇。我同你講，有人安尼款做啊，會用嘅啊，了伊有 advertise 伊物件咯嚇，成日講伊係咪油啊，還是係咪 cake 啦，咩你款啊嚇，伊嘅部點聲嚟講者，你款。你想你隻開辦又有3000人啲聽，話喺呢度冇上啦。就是特別我follow嗰條有幾10,000、幾8,000。特別我是感覺到，咱有時未變咧學嘅人聽講話，本是一啲。成個即係就點點每話喺呢邊碰，安怎會安怎會幫助到邊啲學嘅，伊感覺到講伊會 contribute 咯就。嗱，你咪開你 subscription 呢？係你啦 function 啦，你 YouTube fan 你咯，伊邊啲學嘅有 fan 你嘅。特別我是。嘅俾 T-shirt 啦。要 wish T-shirt 就麻煩啊！嗰條 stock inventory。你 subscription 啊，嗬，我同你講 in the end 你 show 你幫伊名出來咯。我係使講，我是感覺到嗬。你幾個數？你講幾個數啦？講啊！係啦，行一冇嘢就講，感情佢又冇嘢咯。你講有時是唔是聽到即係你冇講個數都真有興趣，會聽落去咧？哎，聽落去我就會嚟成 subscribe 嘅，係你 fans 冇，對。我知嘅啫，係你我明白，係一種我知我唔是講未做夠，係你我會做夠。我當金屬嘢唔是會學啊！我買贊助商，我買人成立嚟，我感覺到我會依個我係 community support。你一人每我安怎會 support 邊啲學嘅，我安怎會地類是咁，我感覺到貼嚟類我是。冇咩關係，特別係講我用人嘅鐳嚟學你 e-cam， 成個我當佢隻 e-cam 嘅 service 啊，伊冇辦幾咗，伊一個月都俾我講佢哋 ，OK 辦幾嘅 plan 一個月16塊美金，對算起來 ringgit 是真貴啊喎，對唔對？你若是講
伊會做，但我看就是，特別伊是較應用啦，所以變做我工課應做了，讓在人嘅 experience 本較好。所以咧，未必係實講看，會吹到有贊助。我是想講，我都冇接食啊嘛，做邊啲學嘅。你我覺得特貴就嗰度開 subscription 開了，我是感覺到我都冇做邊度少。所以所以 try 你扮機落㗎啦，就成日看到就。嚟咁樣去地安冇啦，我是冇發當然都係地本冇攤地㗎嘛，所以我是確那是攞我興趣嚟講係我會成個特季節，成個即係幾個節12季節你話一年入面subscription 就這類幾個節是贊助，幾個節落2個月落是南西贊助嘅嚇，你看，你諗佢係感謝伊個感謝到，伊個感覺到伊有對啊，邊啲學嘅會出到一份力，你看嘛。Just charge like membership fee 就係一年學一刀，咁啦，你影樣咧？冇就特季節用佢哋 YouTube 嘅subscription แล้วว่าอะไรวะ攞嚟ใช้ตัวบีก่อนแล้ว攞嚟ใช้เกี่ยว directly เกี่ยวมีแฟนโม่ว่าแล้วตัวที่มาเลเซียหลัง攞嚟ใช้เกี่ยวอะไรเกี่ยว咩ถ้าเช่นกูOK， 感謝各位下晝收聽，禮拜再見，拜拜。頂次禮拜冇嗰啲 episode 到這邊就去靠訂就訂看訂聽，但是講我錄音咪試過同啲路，但是咧愛贊助我嘅時係使跟我講咁樣，感謝，拜。